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暗夜迷情》，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大年初一一大早，李元芳突然发现沈廷芳已经死了。这整个屋里头乱七八糟，桌翻椅倒。沈廷芳呢，仰面朝天就躺在地上，五官挪移，两只眼睛都快瞪出来了，布满了血丝。这张脸都已经扭曲的不像一张人脸了，看那个意思已然死去多时了。李元芳站在门口看着这具死尸。李元芳这一生当中见到的尸体可以说是无期待数，而且死法是不一而足，各种各样。有的是无辜冤枉死的，有的是恶贯满盈死的，有的是慷慨就义死的，有的是卑微懦弱憋屈死的。李元芳这死尸见得多了，也早已经学会了用一种平静的心态面对着许许多多的死亡。就像狄大人经常给自己所说的那样，就把他们当作探案的线索，而不投入作为人的情感。但是今天呢，不知道为什么，当李元芳面对沈廷芳的尸体的时候，李元芳的心里头突然间涌起了那么一种感觉。这种感觉不是惊诧，也不是疑惑，更不是怜悯。那是什么感觉呢？是一种令自己都感到十分意外的快感。好像李元芳长久以来都在期待着看到这个人的死，最好就是死在自己面前，而且死的是越耻辱、越可避、越龌龊越好，越能让自己从内心深处感到满足。你说李元芳突然间产生了这么一个奇奇怪怪的感觉。盯着死尸，李元芳在这里好像在享受着这种莫名其妙的快感，沉寂其中了。可身后还站着个阿军呢，阿军被李元芳拦在身后不让进，着急坏了。李先生，李先生，我爹爹他怎么样了？怎么样了？这几句话才把李元芳给拉回来。李元芳转过身来，看着阿军姑娘。阿军姑娘，沈老伯亡故了。什么？阿军一听这个话，眼睛顿时瞪得溜圆溜圆的，好像一时之间不能够相信李元芳的话似的。他仔细的观察着李元芳的表情，他呢，想从李元芳的表情上看出一种给自己开玩笑的那么一个感觉。要是李元芳扑哧一乐，我跟你开玩笑呢，这不就完了吗？哪知道啊，看到李元芳的表情始终是非常严肃的。明白了，李元芳告诉自己的确确实实是一个事实啊。看来父亲已然亡故了。阿军姑娘的眼睛里慢慢的涌起了泪水，这泪水顺着面颊就流下来了，朝前跨了一步，轻声地说：李先生，让我进去看看。李元芳往旁边微微的挪动了一下身子，就把这阿军姑娘让到了门前。阿军站在门口，直勾勾的瞪着这屋中央那父亲的尸体看了半天，
这阿军姑娘出乎意料之外的没有尖叫，也没有痛哭，而是缓缓靠到了门上，泪水静静地顺着面颊淌下来，喃喃自语呀：爹爹，你终于还是有这么一天呢。喃喃地说完这句话，阿军姑娘抬手把这眼泪擦了擦，迈步就想往屋里走，但是李元芳一把把阿军姑娘给拦住了。阿军姑娘，如果你信任我的话，你就留在外面，我先进去查看一下。阿军姑娘那充满泪水的眼睛探究似的看着李元芳的脸，不明白李元芳为什么拦自己呀。但是听完李元芳说这话，阿军姑娘思考了一下，终于把头点了点，自己就没再动地方，仍然是靠着门，流着泪看着爹爹的尸体。李元芳拉住阿军之后，正要朝屋内走，就这个时候，突然间听到前院东厢房里传来了一阵纷乱的响声：我要见我儿子，你不能出去，我要见他。紧接着就听见韩冰大叫起来了：阿军姐姐，哥哥，快起来，老奶奶醒了！哎呦，叮当噼里啪啦，一片乱响啊，好像有什么东西都撞到地上了。李元芳和阿军不由得互相的对看一眼，又一起紧张的朝着前院望去。这个时候就听见东厢房里那响声是越来越大了，韩冰一个劲的在那里喊呐：哥哥，姐姐，快来呀，快！老奶奶你去哪里？你别去，我要见我儿子，我要找我儿子，你别去，哥哥！都差了音儿了。李元芳低头看看阿军的脸，尽量的语气和缓的跟着阿军姑娘商量：阿军，你去前面看看好吗？我留在这里。阿军也看看李元芳，咬了咬嘴唇脸色煞白，但最终还是点点头，声音非常的低：好，李先生，这里就全交给你了。说着话，一咬牙，一扭身，脚步匆匆噔往前院走去了。李元芳目送阿军的身影转过堂屋，这才再次回转身来，迈步就走进了沈廷放的房间。到里边这么一看这正房分了3个开间，正中央这一间对门放着书桌和椅子，后墙下放着一个狭长的条案，还有2排书柜分别靠在左右两侧的墙上。看这个格局，应该是沈廷放的书房。左右2面墙上还各自垂着一副蓝色的麻布帘帷，那是通往2边偏房的。李元芳这个时候就站在书房的正当中，环顾四周，一看这墙壁是用白灰糊的，上面光秃秃的，什么都没有。在这一片空白中渗出一股阴森凄凉的味道。这个书桌上的烛台已经倒下来了，这蜡烛油流到桌面之上，把桌上几张纸都给染得斑斑驳驳。除此之外，在这桌上的笔架、砚台、水缸等等文具都已经横七竖八，几本书籍还有一些卷册也都弄了个乱七八糟有的胡乱的摊开，有的垂落在桌侧，地上滚散着很多的书籍，被十分明显的足迹踏的是污浊不堪
李元芳看完之后收回目光，蹲下身子，仔仔细细开始观察起躺在面前的沈廷放的尸体了。他先伸出手来，轻轻地碰了一下死者的面颊，这么一碰啊，这个沈廷放这脸呢还有弹性呢，而且还温温乎乎的，没有僵硬，还有体温，这就说明这个人呢死了不久。再看这沈廷放这张脸都已经涨成黑紫色了，本来这脸上就密布的嘎里嘎啦还有坑坑洼洼的地方显得更加的肿大，把这五官呢都给挤到一处了。双眼往上翻着，眼白全部充满了血了，都成了红眼球了，瞳孔放大，斜歪着的嘴大张着，白色呈沫状的液体从这嘴角边一直淌到下颚，灰色的胡须乱七八糟的糊在嘴巴四周。这个尸体让人看着恐怖是一方面，最大的感觉是恶心呢。尤其是李元芳在这里愣愣地盯着这张脸看了很长时间，一时之间呢，李元芳好像就有点神思恍惚，他自己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就觉得看着沈廷放的尸体，脑袋是昏昏沉沉的，胸口是一阵阵的翻涌，一阵一阵的往外倒啊，就想恶心的吐。就这个时候，外边响起急促的脚步声音，噔噔噔噔噔噔噔，这脚步来到门口停住了，有人就在门口喊：“弟兄，这怎么回事？”李元芳掉过头来一看，在门口站着一个高高的大个子，谁呀？梅迎春呢。李元芳赶紧一招手：“梅兄，你来的正好，沈廷放他死了。”啊！梅迎春一听大吃一惊啊，赶紧跨入房门，来到李元芳身旁，也蹲下了。真死了。李元芳把头一点：“梅兄，你怎么过来了？”哎呀，这梅迎春呐，一边上下左右的打量着沈廷放的尸体，一边回答：“昨天咱们救下的那个大娘一大早醒了，这么一醒，大呼小叫，就要去找他的儿子，还拼命的要下床走。可是你想想，这能走吗？他身体虚弱的很呐，昨天冰水这么一泡，手脚都有些冻伤了，根本迈不动步子，刚下地又摔倒了，连盆带椅子还有桌上的一些瓷器摆设全给打碎了。边儿小孩又拦不住他，在那里急得又蹦又跳，又喊又叫，把我和狄兄都吵醒了。”哦，李元芳一点头：“我刚才在这里也听到了，就让阿军姑娘先过去了。是啊，我和狄兄刚去东厢房安顿那位大娘，阿军姑娘就过来了，帮着一起把那位大娘又扶上床，还拼命的安慰她，劝她先安心养病。我在旁边这么一看，我就看出来阿军姑娘的神色不对呀，我就问她怎么了。阿军这才告诉我说沈廷放出事了，我就赶紧的过来了。今天一早我在院中散步的时候碰上阿军，他说要来伺候沈廷放起床，我们就一起过来了。没想到发现了沈廷放已经死了。弟兄，你已经在检验尸体了，可看出来什么端倪来没有？啊，你看
李元芳指了指沈廷芳的脸，他的脸扭曲成这个样子，似乎在他死之前看到了什么令他感到万分恐惧的事情。还有，你看这满脸的黑紫和嘴边的白沫，都像惊吓过度所致。梅迎春听着紧抿着嘴唇连连点头。两个人又一起望着沈廷芳的身体上看去，一看沈廷芳的两只手呈一种抓窝的形状，痉挛的僵直在身体的前方，胸口和肚腹之上有好几个血窟窿，冒出来的鲜血把穿的灰色布袍都染得猩红片片，散发出了一股令人窒息的血腥气。梅迎春低下头，仔仔细细辨别着沈廷芳身上的伤口。弟兄看这样子好像是被利器扎的，你看是匕首吗？李元芳在旁边也凝神细看伤口，思索了一会儿，把头一摇，我看不像是匕首，像剪刀。剪刀？李元芳一指着沈廷芳胸口的伤口，你看这个地方的伤口其实是两个小伤口紧凑在一起的，还有这里，这左腹的伤口也是如此。所以我断定凶手应该是手持剪刀向着沈廷芳捅过来的，但这个凶手行凶的意志和魄力似乎有限握剪刀的力度不够，两个刀锋分开，所以才形成了两个紧连在一处的伤口。这梅迎春听的是连连点头，一指这沈廷芳的手，看这样子这老头子还想和对方进行搏斗，可惜力有不及，终于还是被害了。李元芳也赞同的点点头又想了想，我觉得沈廷芳应该是认识那个凶手的。为什么呢？如果这个凶手只是个入室行凶的陌生人，一见之下沈廷芳的表情应该首先是惊诧。假如这个凶手二话不说就动手的话，沈廷芳的脸上肯定更多的是惊慌和愤怒，而不应该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如此深刻的恐惧的神情。从现在这沈廷芳的状况来看，他的恐惧已经达到了一种程度，好像光这种恐惧感就足以置他于死地似的。说着话，李元芳再次把那些伤口指给梅迎春看，而且你看这些伤口，刺杀的部位杂乱无章，伤口又浅，基本都不在致命的位置上，一看就知这个凶手是个完全没有经验的生手行凶的时候慌乱非常。更重要的是，以我的经验来看，这些伤口虽然看上去凶险，但根本不足以致命。但是沈廷芳却死了，这么推断下来，要么是沈廷芳长期患病，身体太弱，以至于受了这么一点伤就难以支持。如果不是这样，那只能是沈廷芳惊吓过度而心神涣散，肝胆俱裂，所以才死得如此迅速。李元芳这一番话说的，这个梅迎春眼睛瞪得圆圆的，是嘴巴张得大大的，都听得入了神了。听完半天没吭声，隔了好半天这才赞叹呢。哎呀，李兄看来狄仁杰大人的当世神探之称还真的不是浪得虚名
哎呀，就连你跟在他身边的侍卫长断起案来，也如此胸有成竹啊！如此看来，狄大人，我真是佩服佩服啊！哎，李元芳轻轻地叹了口气呀，跟在大人身旁这么多年，哪怕就是看也该看会了。不过和大人相比起来，我还差得太远呢。说着话，两个人呢就从尸体旁边站起身来了，一起环顾这个屋子四周。梅迎春就说了，我在门外看到了一行足迹，通到这后墙根处，我想应该就是凶手出入的痕迹吧。李元芳把头一点，起码目前看起来，这是唯一外人侵入的痕迹。梅迎春想了想，那为什么只有一行足迹，而不是一出一入两行呢？按理说，这凶手进来杀了人之后，他还得走，他这么一走一进，必然会留下两行脚印，可是现在怎么就有一行啊？李元芳说，这个问题啊，我刚才也想过，我想啊，可能是这样的。昨天晚上到现在，这大雪一直没停呢，风也很大，在这雪地上的足迹用不了多久就会被后来下的雪和风刮过来的雪给覆盖上。那么屋外的这行足迹还在，只能说明这凶手刚刚逃走不久啊。什么？刚逃走不久？这梅迎春还没说话呢，突然间听到门口有一人惊呼啊！梅迎春、李元芳一起往外这么一看，这狄景辉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捏么巧动的，也来到了屋前。一看狄景辉，这李元芳眉头一皱啊，你不在前面陪着阿军姑娘他们，跑到这里来干什么呀？狄景辉一听，这话说的，我来看看有没有可以帮忙的。阿军姑娘啊，好不容易把那个老大娘啊又给哄睡着了，现在带着冰儿给大家做早饭去了，我在前面也没啥可干的，就过来看看呗。梅迎春说，阿军姑娘还好吗？好什么呢？眼睛红红的，倒也忍着没哭。她要忙的事情太多，刚才看我要过来，还说一切都托付给我们了，说什么时候咱们查看完了叫他一声，他过来给老头子收敛。李元芳想了想，那他打算什么时候去报官呢？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暗夜迷情》，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狄景辉告诉李元芳说，阿军姑娘告诉他，把一切都托付给我们了，什么时候咱们查看完了就叫他一声，他再过来给老头子收尸。李元芳一听，李元芳若有所思地问，阿军姑娘没有说要报官吗？狄景辉一边往房里走一边回答，没有啊，他在前边等咱俩替他做决定呢。梅迎春一听，他是这么说的。是啊，怎么了？狄景辉看看李元芳、梅迎春，马上就明白了两个人的意思了。三个人这个时候啊，内心深处都颇为感慨呀，互相的对视了一眼，大家心里头都非常清楚，对阿军姑娘的怜爱之情陡然间又增添了几分呢。怎么？人家死人了，按理说被人杀害了，这阿军姑娘就得决定报官呢。但现在人家阿军姑娘之所以把决定权交给我们，这一方面是出于信任，另一方面这也是考虑到了我们几个的特殊身份呢。这要是把沈廷芳的死交给官府查办，那梅迎春、狄景辉、李元芳这三个人啊，
是一个也脱不了干系呀。到时候免不了是一番盘问审查，一进官府不死也得扒层皮呀。这显然是我们不希望碰到的。没想到人家阿军姑娘面对自己父亲的突然死亡，在悲痛之余还能够为我们考虑的如此周到。看来阿军姑娘确确实实把我们当成了她的至亲好友看待了。哎呀，你说这三个大男的能不感叹吗？感叹了半天，最后李元芳把思绪收起来了。怎么他突然间呢想起了狄景辉刚才的话了？刚才这李元芳不是说了吗？说这个凶手应该是刚刚逃走不久。这句话使来到门口的狄景辉非常诧异，重复了一声刚逃走不久，这狄景辉就进来了。一说这阿军姑娘的事儿，把这个话茬就撂那了。李元芳这个时候想起这句话了，看了看狄景辉，你刚才听到我们说这凶手逃走不久，为什么如此的惊讶呢？哎呀，这句话呀把狄景辉的刚才那个思绪又勾起来了。哎呀，你忘了吗？我上完厕所回来被你拧了脖子的时候，我不是告诉过你吗？我从这个厕所出来的时候曾经撞上过一个什么东西，跟个人似的黑乎乎的。开始我还以为撞上什么脏东西了呢，现在你这么一说呀，我这么一琢磨，你说会不会是那个凶手啊？啊，梅迎春一听还有这样的事，那么说弟兄你很有可能就是和这个凶手打了个照面呀？谁说不是呢？哎呀，当时我这个酒还没醒呢，整个人迷迷糊糊的，所以我也没看个究竟，我就看黑乎乎的，我还以为撞了邪了呢，我就赶紧的回西厢房去了。哎呀，现在这么一想啊，还真有点后怕。要真隔的是那凶手，当时这个凶手要是给我2刀的话，那我不就完了吗？我就李元芳听到这里按了按额头。那么根据这些情况，我们可以断定，这个凶手一定是昨天晚上比较早的时候就潜入到了沈宅，而且一直躲在了后院的某处。但作案的时间却是咱们3个人回到西厢房休息之后，到狄景辉去厕所回来的这段时间里。哦，何以见得呀？李元芳朝着门口走了2步，深深地呼吸了几口新鲜的空气，这才说话。首先呢，这个雪地上凶手进入的足迹已经被这大雪掩盖了，所以他必然是较早的时间就潜入到了后院，应该不会晚于阿军和斌儿回东厢房的时间。其次，我们昨天晚上一直饮酒到凌晨，在这段时间里，凶手行凶的动静我们不可能听不到，所以这个凶案发生只能是在我们回到西厢房之后。你们2个先睡，我也睡着了一段时间，不知道有多久，但应该时间不太长，直到景辉兄从厕所回来撞到人，就是在这段时间里边，凶手做下了这桩命案。狄景辉听的是连连点头啊，没错，事情肯定是这样的。李元芳突然间又轻轻地叹了声气呀。如果不是我睡得那么死，就一定能够觉察出动静来呀。狄景辉一看李元芳的脸色又难看起来了，狄景辉颇为无奈地说：我说你呀，就别胡思乱想了，这怎么能够怪你呢？
我们俩人不也睡死了吗？梅迎春在旁边听着狄景辉和李元芳的对话，突然间发出了一声冷笑：李兄啊，我看你真的不用过于自责。我昨天晚上就说了，沈廷放这个家伙是死有余辜。我告诉你们，他死了呀，死得好，不仅可以从此少害很多人呢，还可以让阿军姑娘得到解脱。我昨天晚上不是说了吗？我都想把他给掐死，就是投鼠忌器。这下好了，死的还真是时候。这么一死，阿军姑娘以后啊，这日子就不用再受苦了。梅迎春这么一说，李元芳、狄景辉不由得是面面相觑。过了一会儿，这李元芳才问：那么梅兄，以你之见，这个凶手杀人动机又是什么呢？梅迎春一愣：李兄啊，你为什么要问我这个问题呀？李元芳说：梅兄，你别误会，一般查案之道，最重要的就是要寻找作案动机，而这种动机必须要从熟识死者的人中间去探寻。不管是谋财害命，或者是情杀，或者是仇杀，只有死者的亲朋好友才有可能根据他们对死者的了解，推断出其中的缘由。我们三人中间呢，就是梅兄与这沈廷放接触最深最久，所以我当然要问你了。哎呀，既然是李兄把这个球抛给我了，那我就班门弄斧了。不过呢，在我推测凶手的动机之前，我请李兄、狄兄跟我再勘察现场，怎么样？李元芳、狄景辉点点头。就这么着，三个人呢，又重新的回到了沈廷放的尸体旁，又看了看尸体。尤其是狄景辉第一次看到尸体嘛，一看呢，这狄景辉呲牙咧嘴，死的怎么那么难看呢？李元芳由于已经看过尸体了，所以这一次啊，是仔细的查看这个桌上的东西。从这个桌上就拿起了那几张被这个蜡烛油污浊过的纸张，拿在手中看了看，一招手把这个狄景辉招过来了。你看，这是沈怀贤弟写的家书是吗？狄景辉凑过来一看，还真是啊，这里头写的就是你我的事情嘛。看来这个沈廷放啊，见到咱们之后就赶紧回来找到这封书信来仔细的读了读哟。这李元芳又俯下身子，仔仔细细又查看了一番笔墨砚台，然后一点头。沈廷放遇害之前应该正在书写着什么。你看这笔尖和砚台里的墨都是新的。狄景辉一听，赶紧的在这个书桌上下查找了半天，没有他新写的纸真是怪事啊，跑什么地方去了？这个时候梅迎春呢，也把这个书桌上下散落的书籍卷册都收拾起来了，又查看了被翻动的乱七八糟的书柜，思索了片刻，这才开口：沈廷放当初允许我随便翻看他的书房里的书籍卷册，所以我对这里的收藏都十分清楚以我来看嘛，至少得有10来本这个典籍被盗走了。李元芳说，这些典籍都是同一类的吗？有关联吗？李兄的问题真是一针见血呀！我刚才也仔细的比较过了，那些被盗走的典籍之间没有任何关联呢。看起来这个盗贼完全是随意拿取的。那么这些典籍
是不是都很值钱呢？其实也不一定啊。沈廷芳所收藏的典籍其在名目繁多，涉猎广泛，对于识货的人、有兴趣的人来说千金难寻呢。但是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讲，其实没有什么价值。尤其是这间书房里放的，只不过是沈廷芳藏品中极少的一部分，最值钱的根本就不在这里。李元芳把头一点，要是这样说的话，这个盗贼只不过是顺手取走了几本典籍而已，而并不是刻意而为的。一点没错呀，我看这个凶手的目的并不是这些典籍呀。狄景辉在旁边插嘴了，要不是典籍，那会不会是谋财害命啊？贪这个沈廷芳的钱财呀。不过看着沈廷芳这个吝啬劲儿，实在也不像是有钱的人呢。梅迎春摇摇头，这也不太可能啊。虽然据我所知，沈廷芳这个人以卑鄙的手段确确实实敛聚了不少的钱财，但他行事十分小心谨慎，所以几乎没有人知道他的秘密。他的这个住所更是鲜为人知啊。当然了，确实也存在着一种可能，那就是有人探得了这沈廷芳的居所，上门劫财，但又不知道具体的藏金地点，于是这个人就想逼迫着沈廷芳供出钱物存放之处，结果言语不合，下了杀手。凶手看见死了人了，心中害怕了，慌忙逃跑，这才顺手带走了几本典籍。贼不走空嘛，我估摸着这是一种可能啊。李兄、狄兄，你们说呢？李元芳没言语。狄景辉听到这里，狄景辉把肩膀头一抱，梅兄啊，这个沈廷芳他究竟在做些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啊？你到底知道了他什么秘密？能不能告诉我们呢？这梅迎春呢，挺不好意思，赶紧朝着狄景辉、李元芳拱了拱手。二位，不是梅某刻意隐瞒的，实在是对阿君姑娘有过承诺，我不便透露，还请二位多多见谅啊！狄景辉一听，你不说就算了，可难道这阿君姑娘明明知道他父亲的恶行，还帮着他父亲袒护吗？梅迎春不言语了。狄景辉想了想，看了看梅迎春，也知道这梅迎春不会回答自己这种问题。狄景辉脸往下一沉，也不吭声了。就在这两个人交谈的时候，李元芳一边在旁边注意倾听着，一边就走到了左右两侧的偏房前，撩起这个门帘往里看了看，然后又回到屋子中央。梅迎春一看李元芳回来了，为了岔开话题，梅迎春问了一句：有什么异样啊？李元芳把头一摇，一间是卧室，一间里边堆放一些杂物，凶手的足迹根本就没有到过这两间屋子前呢。屋子里头的东西也很整齐，可见这个凶手没有来得及进去。如此说来，关于这个动机，梅某就有两个答案，一个就是刚才所说的谋财说，另外一个我想应该是仇杀。梅某说了，沈廷芳暗中做了很多的恶事，做这些事的时候
肯定得罪了不少人呐，这仇家肯定不少。虽然沈廷芳刻意隐居，但总有可能被人发现踪迹，杀上门来的。我想也有可能是仇家上门，把这沈廷芳给撂倒了。李元芳把头一摇，我看仇杀的可能很小啊。哦，为什么呢？你看，如果是仇杀，何必又拿那些典籍呢？而且还把这书房翻得这么乱，好像这个凶手在寻找什么东西。梅迎春一听，把嘴一撇，头一点，这倒也是啊。哎呀，那么现在看来，那还是谋财害命的可能性更大呀。但是这个凶手好像没能达到目的。他这一句话提醒了李元芳。李元芳突然间心中咯噔一下，这双眉这么一蹙，如果没有达到目的，那么凶手会不会再来？不好！李元芳话音没落，噌的一下子已经像箭一般的窜出了房门。怎么了？李元芳突然想到前面还有阿军姑娘，还有那韩冰呢，这凶手会不会再回来？万一跑到前院去，那不就麻烦了吗？李元芳担心阿军姑娘还有韩冰还有那个老大娘的安危，所以这才窜出房门，往外这么一跳，猛然间看到阿军姑娘已经站在院中了。李元芳啊，这颗心这才放下来，赶紧停下身形。一看阿军姑娘现在已经换上了一身白色麻衣，带上笑了，呆呆地站在后院正当中，浑身上下都已经落满了雪花了，脸被冻得通红，很明显已经在这里站了有一会儿了。李元芳一看阿军姑娘还没来得及开口呢，阿军先向李元芳微微的欠了欠身。李先生，你们勘察完了吗？我是不是可以进去为我爹爹净身换衣了？说着话，两行眼泪慢慢的落下来了。李元芳略微的一犹豫，但是不能够再次阻止人家进去了，只得朝着阿军姑娘点点头。这个时候梅迎春和狄景辉也闻声赶到门前。阿军姑娘一看三个人都来了，阿军姑娘对三个人就说了，早饭已经准备好了，在堂屋里头，我去给爹爹收拾收拾。梅迎春赶紧的迈了几步来到阿军姑娘近前。阿军姑娘，你要节哀顺变呢，要帮忙吗？阿军把头一点，梅先生，请您帮着我把我爹爹放到里屋的床上。好。梅迎春呢，跟着阿军就进了屋了。李元芳朝着狄景辉使了个眼色，两个人呢就一起沿着雪地上的足迹向后墙根搜寻过去。绕过柴房的时候，狄景辉一指前面，就是这里，我就是在这里撞上那个人的。李元芳定睛查看，一看地上的足迹果然有两条汇集后砸成了一片，然后又分别的向前院和后墙根而去。李元芳凝神的盯着雪地，这个时候天空中依然是雪花飘飞呀，但这种雪呀不是从天上下下来的，是狂风从这屋子上给吹下来的。这个时候天呢已经放晴了，这太阳啊从这阴云里面已经露出脑袋来了，照的这个雪地熠熠闪光，照的大家都睁不开眼睛的。狄景辉一看李元芳凝神盯着雪地，他也眯起眼睛左看右看，看了半天，看得脖子都酸了，也没有发现什么。
哎呀，这狄景辉呀，直起腰杆，揉了揉脖子。行了，我看着也看不出什么来。走吧，咱们去前院看看吧。没有什么东西的话，咱们就吃饭去。我这肚子也都饿了。走吧。拉着李元芳刚想走，慢着！李元芳突然间喊了一声慢着。狄景辉转过来一看，这李元芳的身子突然间往前面这么一探，一哈腰就从这个雪地上拿起了一样东西。你看这是什么？狄景辉定睛一看，就见在李元芳手中握着一把明晃晃的小刀。怎么会有把刀在这里？哎呦，难道说这把刀就是杀人的凶器不成？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暗夜迷情》，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李元芳在雪地之上发现了一把小刀，明晃晃的，递给了狄景辉。狄景辉一看，怎么会有把刀啊？难道说这是杀人的凶器？李元芳又拿过来看了看，不清楚啊。不过这把刀看起来只是普通人家厨房里的刀具，而且刀上干干净净的，没有一丝血迹，所以看起来不像是凶器呀。狄景辉说：“是啊，你刚才不也说了吗？这个凶器应该是把剪刀嘛，不应该是这种刀啊。难道说这把刀是阿军姑娘自己不小心掉落到这里的？”李元芳没说话，伸手从怀里掏出一块手帕来，把这把刀裹起来放到袖中。待一会儿问问阿军姑娘吧。就这么着，两个人呢就继续的沿着这个足迹来到了后墙根下。一看这个院墙，说高不高，是说矮不矮。这个足迹来到这个墙根处，抬头一看，这个墙上的积雪已经被扒了下来一大片了，露出这个墙头黑色的灰泥。很显然有人不久前刚刚从此处是翻墙而出，那甭问了，就是那个凶手啊。李元芳一看，扭头就对狄景辉说了：“我跟出去看看，看看能不能找到凶手，你就去找梅兄和阿军吧，给他们帮帮忙。如果一会儿梅兄要去找莫风的话，你就务必要留在院中，不能光让阿军老大娘和斌儿他们几个单独留下，我怕不安全。”狄景辉把头一点：“你放心吧。”就这么着，李元芳脚尖一点地，腰眼一使劲，噌，一下子纵身跃上了墙头。在墙头之上四下看了看，一看墙外呀，一望无际，全是雪地呀。那真应了那句话了，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整片雪地上连条道路都找不到。这么干净的雪地之上，很清晰的能够看到两行歪歪扭扭的足迹印在雪地之上。李元芳一看，有这足迹，我就能找到你这凶手。想到这里，李元芳噌从墙头上跳下，就顺着雪地上的足迹往前跟踪啊。一边走一边集中起全部的精神，仔细的搜索着足迹周边的雪地，他想从中发现一些蛛丝马迹。就这么走了很久，走不下去了。怎么这个眼睛啊被这个白色的雪地晃得生疼，那年头也没墨镜。
这大白天的走这么大的雪地，那还了得呀，走长了容易得雪盲症啊。被这个雪地反的光扎的眼睛也都看不清楚东西了。找了半天一无所获。正在李元芳失望之际，突然面前闪出了一个小小的土坡。李元芳跟随着足迹绕到小土坡后，这背风的地方新雪覆盖的不多，这足迹比别的地方更加鲜明了。并且令李元芳惊喜的是就在这个地方足迹的四周散落着不少的书籍和卷册，半埋半掩在这新雪的下边。这书叶子被这风吹的来回的翻动。李元芳赶紧哈腰，就从地上捡起2本书籍翻开，一看呢，就这些书确实是有点年头了，纸张都发脆发黄了，而且这书上的字体看不懂，不像是汉字，古里古怪，非常难认，有的跟鬼画符似的。看了半天，李元芳也没看懂这本书是干嘛的。接着又捡起另外一些书，一看呢，都是一些差不多的古体旧书，大部分看不懂，也有少数2、3本还能勉强看一个似懂非懂。可以断定，这些书籍肯定是那沈廷放珍藏的古书，和自己在沈廷放书房当中所看到的那些书籍属于一类。把这些书籍给找到了，李元芳赶紧把身上所披的大氅脱下来了，铺在地上，把这些书籍卷册都搁在大氅之上，然后打了一个简单的包裹，把这些书籍都打了包了。然后又站在原地，李元芳在这里静静地思索了一会儿，心说话，看起来这个凶手逃窜到这个地方，才想起来要检视一番从这沈廷放书房当中顺手牵羊取过来的这些书籍。但是显然这些书籍没有令这个凶手产生丝毫的兴趣，只让这个凶手感到倍加的累赘。于是他就干脆把这些书籍全部的丢在了这里。那么从这个凶手的这个行动来看，他去沈廷放的书房绝对不是为了那些收藏。那么他到底想干什么呢？莫非真的像那梅迎春所说的是仇杀？要说是仇杀，他杀人杀的也太草率，太不坚决了，不像是有很大的仇似的。或者他就是要找什么东西，慌乱之下却没有找到。李元芳想到这里，又摸了摸揣在袖中的那柄小刀。虽然这把小刀还需要找阿军姑娘确认一下，但是李元芳其实从心里头并不相信这柄小刀是阿军丢弃在院落当中的。最大的可能应该依然是这个凶手在慌不择路的逃跑之时，与狄景辉在那个地方撞在了一起，这么一撞，掉落了这把他原来准备充当凶器的刀。但问题是，为什么这个凶手在杀人的时候没用这把刀呢？这个小刀之上没有丝毫的血迹，而且从这个沈廷放身上的伤口来看，也绝对不是这把小刀所伤的。那么这就奇怪了，难道说这个凶手随身带着2把凶器，
拿着一把小刀，拿着一把剪刀，爱用哪个用哪个。李元芳觉得这个思维啊，新东方.com 整理发布最新章节，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新东方.com查询收听。有点不对。李元芳现在呀，努力的想模仿着狄仁杰的方式来进行一些推理，但是脑袋转了转，又觉得有一些力不从心。更重要的是，这桩案子的某些细节其实令李元芳从内心深处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惧，而正是这种恐惧使李元芳害怕去做进一步的探索，害怕发现其中的真相。李元芳内心深处告诉自己，这个人死就死了，死得好，死得太痛快了，干嘛非得要去抓凶手呢？你看，这是李元芳下意识告诉自己。李元芳站在这里，寒风拂面，李元芳努力的清醒头脑，看了看前方，这个足迹依然在向前延伸，看来还得需要继续追踪啊。就这么着，李元芳跟着足迹背起了书，继续往前跟踪。再往前呢，是一些连绵的小土坡，这足迹忽上忽下，忽左忽右，似乎也在寻找前进的方向，好像这个凶手也摸不清东南西北。李元芳仍然是用以前的方式，紧盯着足迹，微弓下腰，边走边搜索。可惜呀，再也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了。就这么着，李元芳往前整整的走了1个多时辰，翻过了一个较大的山坡，绕过了几片稀稀落落的枯树林，面前就出现了一条狭窄的官道。而在官道的另外一侧，就是延绵不绝的高大的山脉。这足迹一进官道之后，麻烦了，怎么这是官道啊？官道那就是国道啊，国家开的路，这谁不走啊？一看这官道之上人的脚印，马的足迹，车轮压的沟，哎呦，整个的混杂在一起了。再想辨认刚才那个凶手的足迹，无法辨别了。李元芳摇摇脑袋，就挑选了最近的一座山岗，噔，爬到山岗顶上，从上往下眺望。一看呢，哎呀，这条官道的一端就连接着黄河岸，另外一头通向一座孤零零的关隘，可能那就是金城关呢。这沿途又分叉出很多的岔道，通往附近的村庄。李元芳看了看，然后又转回身向自己刚才来的路望去。一看呐，白茫茫的原野之上，星星点点点缀着几片树林，高高低低的小山坡次第连接，目力所及之处根本看不见半点人烟。而沈廷放那座宅院就深藏在这万里萧瑟的荒芜景致当中。沿官道从黄河到金城关之间往来的人们根本的无法想象到，就在这原野的深处居然还有一户神秘的人家呀。李元芳看看前面，望望后边，明白呀，今天的追踪只能到此为止了，追不下去了，没办法追了。另外呢，李元芳也真累了，
就发现自己现在背疼的连腰都快直不起来了。扶着身边的一块山石，李元芳决定坐下来休息片刻，把脑海中的思绪整理整理。就这么的，李元芳往下一坐，远望着金城关，其实根本没看在眼里，脑海当中是不断的高速运转呢。李元芳再一次的问自己，这沈廷芳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为什么要选择在这么一个绝境隐居呢？他到底在干什么，又在害怕着什么？阿军这个温柔可爱的姑娘，怎么能够在如此严酷的环境中生活下来？现在沈廷芳死了，只剩下阿军姑娘一个人，她未来又该何去何从呢？李元芳正在这里胡思乱想呢，突然间听到空中传来了一声马的嘶鸣。李元芳噌的一下子从地上一跃而起呀！怎么？李元芳听出来了，这个嘶鸣声那么熟悉，好像是昨天那个宝马良驹莫风的声音。他一跃而起，兴奋的循声望去，这么一看，哎呀！就见在山岗下站立着一匹高头骏马，这匹骏马正在那里轮番着蹬他的四个蹄子，仰天长啸呢。莫风正是梅迎春的那匹宝马良驹呀！哎呀，李元芳喜出望外的惊呼了一声，连跑带跳就跃下山坡，赶到了莫风身前。莫风一看李元芳，莫风认得，哎呀，昨天就是他把自己主人给救出去的。哎呀，莫风也高兴坏了，要么说养马比君子，这话一点不假呀。这莫风踏也奔李元芳跑过来了。等到两者走在一起，这莫风冲着李元芳一个劲儿的打响鼻儿啊！李元芳啊，高兴坏了，激动的上上下下打量着这匹莫风。一看这匹骏马呀，在这风雪当中傲然挺立，威风凛凛，根本看不出来昨天曾经面对过生命危险。哎呀，李元芳伸手轻轻地捋着莫风黑亮黑亮的鬃毛，一边捋口中一边夸奖啊，真是一匹神马呀！哎呀，你是怎么爬上黄河岸的啊？真是好样的，好样的！这莫风啊，低下脑袋蹭蹭李元芳的脸颊，哎，好像是在和自己主人亲热一样。李元芳心头也一热呀，想也没想，这么一拉马缰绳，噌，飞身跃上马背，然后一只手一抖丝缰，另外一只手轻轻地拍了拍莫风的身子，咱们回去。啪，这么一拍身子，莫风好像明白似的，抬头就在这雪地上跑起来了。开始这个莫风啊，好像对雪地还有一点那么心有余悸，跑得还有点那么小心翼翼，还有点保守，但是慢慢的自信起来了，越跑越快，越跑越快，风驰电掣呀！李元芳就觉得两边的景物往后直跑，眨眼之间来到了沈宅的院墙之外。李元芳一拉缰绳，莫风盘桓了一下，停下来了。李元芳翻身下马，拍了拍莫风的脑袋，好样的，把这莫风拉着就拉回了沈宅。进了门，
把墨风拴好了，进来一看，没见梅迎春。这梅迎春呢，把这沈廷放的尸体帮着阿军姑娘给抬到床上去之后，到了钱塘吃了饭，然后就出门寻找墨风了。不仅去找墨风，还要去京城关内的镇殿为这沈廷放定做棺材。李元芳一看，这个时候的阿军姑娘已经在后堂里布置起来了一个简单的灵堂了。阿军姑娘身披重孝，在那里守起灵来了。而且他们在这黄河岸边救下的那个老大娘，现在已经能够下床走路了。老太太现在神思已经清醒很多了，一看呢，人家这个沈宅出了事儿了，也知道自己昨天是被人给救了。老太太非常明白，也不再吵着要走了，主动的留下来帮忙。现在呢，正在厨房里带着韩冰，这一老一小给大家准备午饭呢。别人都有事干，唯独这个狄景辉无所事事，就从这个沈廷放的书柜里边拿来本书，在这里胡乱的看着，打发时间。李元芳来到后院正堂，一看这个堂屋门是敞开的，书桌被移到一旁去了。条案的正中放着一个香炉，香炉里边烧着香，香炉的后边是一个简易的木牌，上面写着先考沈公会廷放之灵位。看来这是沈廷放的一个简易的灵位。在这个条案的下边还放着一盏长明灯，长明灯前面是一个火盆，火盆的旁边阿军姑娘浑身缟素，在这个灵前垂头而坐，在这烧纸呢。李元芳这么一进屋，阿军姑娘看见了，阿军姑娘赶紧站起来迎接。李元芳啊，就在这个灵位前稍微的停候了片刻，然后看了看阿军，一看阿军姑娘，哎呦，一会儿不见呐，哭得跟个泪人似的，眼睛给桃似的，红肿高大。李元芳于心不忍呐，就安慰阿军姑娘：“阿军姑娘，人死不能复生，还请节哀顺变吧。”阿军把头点了点，随之是凄然一笑：“李先生，刚才狄先生说你出去追查线索了，你找到什么没有？”李元芳示意阿军坐下，自己也坐在了阿军姑娘的对面，然后掏出那把小刀递给阿军姑娘：“阿军，这是从你们家雪地之上发现的一柄小刀，你认得吗？这把刀是不是你的？”阿军把这把小刀仔细的看了看，摇了摇头：“我从来没见过这把刀。”其实李元芳啊，对这种结果早有预料。李元芳一看阿军姑娘说没见过这把刀，就把这把刀又重新的包好，又塞到了自己袖中。然后李元芳又把自己的大肠打开，从里边把书籍一本一本的取出来递给阿军，问阿军：“这是不是你们家的？”阿军一看点头，果然是沈廷放书房里失落的书，而且是一本不少。阿军姑娘含着眼泪谢过李元芳，刚想把这些书收起来，李元芳突然间把手往书上一按：“慢着，阿军呐，关于这些书我还有疑问。”整合碎片时间，倡导听学风尚，听东方.com。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暗夜迷情》，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李元芳把沈宅失窃的书籍又重新找回来了，把这些书籍给了阿军姑娘，
阿军姑娘对李元芳是万分的感激，正要把这些书都收起来，李元芳用手一按，把这书又按住了。阿军姑娘是不解其意呀，看着李元芳，那意思你这是何意呀？李元芳一笑，阿军姑娘，关于这些书我还有一个问题。哦，什么问题？李元芳这个时候就拿起了其中一本书来，用手轻轻地抚摸着这本书的书皮，然后就问阿军姑娘，阿军姑娘，你看这书上有个铜扣，你知道这是做什么用的吗？哦，这铜扣这是用来镶嵌名牌的。哦，什么名牌就是藏书之人家族姓名的名牌，在这个书上镶嵌名牌，就用来表明他们是书籍的拥有者。哦，那阿军姑娘，那为什么沈老伯这些书上的名牌都没有了呢？是原本就是这样的吗？是原本如此。李元芳想了一想，阿军姑娘，沈老伯的其他藏书在什么地方？可不可以让我看一看呀？阿军姑娘一点头，你随我来。站起身来，就撩开了左边墙上的尾帘，把这李元芳让进去。李元芳之前来过呀，这间屋子除了围帘罩的门之外，其他的地方都是密不透风，连着窗户都被黑色的油纸封的是严严实实的。在屋子中间胡乱的堆放着几个柜子，还有一些香笼。这个屋子乍一眼看上去好像就是这么一间杂物间。阿军姑娘带着李元芳来到这个屋里，然后自己走到一个小桌前边，把桌上的一盏蜡烛给点着了。蜡烛一着了，立刻这个屋子里清晰了很多。然后阿军姑娘又从腰间摸出了一串钥匙，走到其中的一个香笼前，找出这个香笼的钥匙，咔吧把这香笼上的锁头给打开，然后吱呀一声周开箱子盖。李元芳往里一看呢，就见里面装的是满满一箱笼子的书李元芳伸手随便的拿出本书翻了翻，和自己在雪地里发现的那些书籍，还有书房里陈列的那些书籍差不多少，而且这些书籍的铜扣处也一律是空的，都没有名牌，但是都有镶嵌名牌的铜扣。这个时候阿军姑娘在旁边低声说话了，这间屋子里所存放的就是我爹爹全部的收藏了，箱子里头柜子里头也全都是。李元芳一点头，这些书梅兄都看过吗？他只看过一部分。梅先生住的1个月，我爹爹把很多书都搬到书房里给他看，但是还有一些依然锁在这里。李元芳这个时候拿着书看看阿军，一看呢，在这蜡烛光微弱的照耀之下，阿军的面容半折在这黑黝黝杂物间的阴影当中，脸上泪痕斑驳，越发的显得凄楚无助了。李元芳看到这里心里不好受他决定要把自己上午在山岗顶上所考虑的事情和盘托出，要给这阿军姑娘把这个事情说明白。于是李元芳把这本书放下，低下脑袋，尽量语气柔和地问：阿军
你有没有想过，究竟是什么人害死了沈老伯呀？阿军姑娘把头摇了摇，沉默不语。那你真的不打算报官？阿军姑娘仍然是沉默着摇了摇头。可是你已经知道，我和景辉兄不能在此久留啊，1-2天之内必须启程。梅兄也在洛阳有事要办，也要离开呀。我们大概来不及把你父亲的死因调查清楚，就要走了。到那个时候，这里只剩下你一个人，我担心你会有危险的。李元芳说到这里，阿军姑娘终于把头抬起来了，定定地注视着李元芳的眼睛。李元芳不敢正视阿军姑娘的目光，微微地避开了。阿军，那以后你准备怎么办呢？阿军面无表情，木讷地说：我还没来得及想呢。我知道。李元芳说到这里，声音突然间变得严厉起来了，声调也提高了。阿军啊，但是时间紧迫，你现在必须要想。新东方.com 缜密发布最新章节，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新东方.com查询收听。这个时候的李元芳把眼光挪过来了，该他盯着阿军姑娘的目光了。一看阿军姑娘满脸的迷茫的神情，李元芳微微一笑：阿军，你说过要把我和景辉兄当作兄长，此时我这位兄长想给你提个建议呀。李元芳说到这里顿了一顿，然后用一种斩钉截铁的语气说：阿军，去洛阳吧，去找你的堂兄，我的那沈怀贤弟吧。洛阳，阿军呢，在这里喃喃地重复着。李元芳就在他面前观察着阿军的神情。你愿意去吗？阿军姑娘把头往下一低，不吱声了。李元芳一看这个神态，李元芳乐了，知道这阿军姑娘打内心深处其实是想去洛阳，去投奔他的堂兄那位沈怀的。李元芳说：那就好啊，我都想过了，梅兄也要去洛阳，干脆你和他一起走，一路之上2个人也好有个照应。阿军姑娘突然间面露难色：我走，那我爹爹呢？李元芳说：这个我都想好了，我的建议是先在这里停灵7日，我去和梅兄商量商量，让他再在这里等候7日，等到7天满了之后，由你来决定是立即下葬还是扶灵东去。总之到那个时候你们就可以动身了。那梅先生会答应吗？黄河封冻，他还需要想出办法来过河，本来他就是没有办法立即动身的，所以我想他会答应的。李元芳说到这里，看了看阿军，又是微微一笑：我知道他一定会答应和你一起走的。直到这个时候，阿军姑娘那苍白的脸上才透出细微的红晕。她扬起脸，诚挚地对李元芳施了一礼：李先生，谢谢你为我想得如此周到。李元芳被他的一谢呢，谢得有点不自在。他四下看了看，又皱起眉头来。人倒是好走，但是
这些收藏不太好处理呀，带着太麻烦，留在此地的话，难免窃贼上门，那沈老伯的心血就没有办法保全了。阿军姑娘听到这话，咬了咬嘴唇，突然说：李先生，我再给你看个地方，请你去把正堂的门关上。李元芳一看就知道有事儿，赶紧出去把房门关上。等到李元芳再次回到杂物间的时候，就见着阿军姑娘已经站在了靠墙的一个大柜子前边。这个大柜子有1人半多高，柜门敞开着，里面是空空如也。阿军一看李元芳走过来了，阿军往下一蹲身，就在这个柜底的最里边轻轻地按下了一个按钮。感情在这个柜子最里边有那么一个在外边非常难以辨认的按钮，你不把手伸进去，你不知道那个按钮所在，你根本察觉不了。这个按钮和那柜子板那都在一个水平线上的。这么一按，耳轮中就听见嘎巴一声，噗，这柜子底整个的掀起来了。柜底往上一掀，露出了一个黑乎乎的洞口。李元芳在外面看着，眼睛瞪得溜圆呢。阿军姑娘这个时候低声说：李先生，这下面有个地窖，是我爹爹专门来收藏秘密物品的，请您随我过来。说着话，阿军姑娘走到桌边，把那只小蜡烛拿起来，擎着蜡烛，她率先的先进柜子了，从这个洞口进去了。李元芳随后也跟着进去了。一看呢，下面果然是个地窖啊，地窖与地面相通的有那么一溜台阶。两个人沿着台阶就走到了地窖底儿。到了下边，李元芳环顾四周一看，这个地窖也不算小，和上头杂物间差不多少，不过很低矮。阿军姑娘站在这里可以，李元芳个子高进来只能弯着腰。李元芳就这么哈着腰，借着烛光四下一看，除了角落里头模模糊糊堆着样东西之外，整个地窖里头什么都没有。阿军姑娘这个时候慢慢的跟着李元芳解释：李先生，我们一家5年前搬到此地的时候，我爹爹特意的找了这么一所与世隔绝的宅院居住，为了藏书的安全，他找人就修建了这个地窖。李元芳听到这里眉头轻蹙，那么为什么现在这里并没有放置藏书呢？这句话问得阿军一愣，一时之间无言以对。李元芳的声音低沉阿军，依我来看，原来这里存放的并不是你父亲的藏书，而是他通过某些不可告人的手段所取得的财物。我说的对吗？阿军姑娘还不言语。一看着阿军姑娘不回答，李元芳就明白自己所说的已经猜中要点了。李元芳也不再追问了，只是到这个角落里去翻了翻那唯一的物品，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来到近前这么一看，出乎意料之外的，这个东西原来是一副编织的地毯。由于这个地窖里太暗了，李元芳并不能看出这个地毯的具体的样子。这个时候李元芳看了看阿军，这个地毯是干什么用的？阿军姑娘一看，阿军姑娘一皱眉我从来没见过她
阿军呐，你是不是想把所有的藏书都转移到这里来呀？阿军姑娘微微一点头，李先生，你觉得这样可以吗？李元芳也一点头，如此甚好啊。那我现在就把上头的箱子搬下来。说着话，李元芳刚想走，阿军姑娘轻轻地拉了拉李元芳的胳膊，不要搬箱子，把书搬下来就行了。李元芳转回身来，疑惑地看着阿军，就见阿军姑娘现在的脸涨得通红，整箱书太沉了，不好搬。况且梅先生知道这个杂物间，如果箱子突然不见了，他会疑心的。李元芳是恍然大悟啊，心中更加钦佩着阿军姑娘料事周到。就这么着，李元芳上去了，打开所有的箱子，一摞一摞的往这地窖里搬运书籍，就这么蚂蚁搬家似的，一点一点往地窖挪。李元芳花费了1个多时辰呢，才把这杂物间、香笼和橱柜里的书籍全部搬到了地窖里。阿军姑娘这个时候去对面的卧房取来一些衣物，干嘛用啊？用这些衣物填补那些搬空了的箱子柜子。就这么着，等两个人把这地窖门重新关好了，这杂物间里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两个人回到正堂的时候，抬头一看呢，这太阳就已经偏西了。这个时候李元芳还想再嘱咐阿军几句话，突然间听到前院传来了墨风的嘶鸣声。这声音显得如此的喜悦。李元芳一听这马的叫声，就知道一定是梅迎春回来了。李元芳赶紧匆匆忙忙赶到前院，一看梅迎春果然正在那里与这墨风欢天喜地的亲热个不停呢。哎呀，你怎么跑回来了？哎呀，这墨风冲着梅迎春直打响鼻啊。见到李元芳过来，梅迎春兴奋异常啊。李兄，哎呀，我在黄河岸边找了大半天呢，也没找到任何踪迹。我本来还以为没了希望了呢，没想到你倒把墨风给我找到了啊！哈哈哈哈哈！李元芳也笑了，其实是巧遇啊。今天早晨我追踪凶手的足迹到官道旁，正好碰上了墨风，就把他带回来了。哎呀，这梅迎春刚想说多亏了你，但突然间就发现梅迎春的脸色一变。李兄，你是骑着墨风回来的吗？是啊。李元芳不知道为什么梅迎春这个神色怎么变得那么难看呢？梅迎春得到了李元芳这种肯定的回答，这个神色刹那间变得更加阴晴不定了，眼睛茫然地看着李元芳，嘴里还喃喃自语：这怎么会呀？怎么会呀？墨风从来不让其他人骑的。李元芳一听这话，往前跨了一步：梅兄，有什么问题吗？没有。这梅迎春慌忙调转目光，气氛一时间变得有一些尴尬。阿军姑娘恰恰就在此时出现了，她也走出堂屋，向着梅迎春打过招呼之后，阿军姑娘就邀请梅迎春到后堂谈话去了。梅迎春临走的时候，皱着眉头看了一眼李元芳。李元芳从梅迎春这个眼睛里得到的一种信号，令李元芳心里十分的不悦。
但究竟这个信号是什么，李元芳是难以读懂的。李元芳一看这阿军姑娘带着梅迎春到后堂谈话去了，李元芳立刻就明白了，那肯定是阿军姑娘与梅迎春商量同去洛阳的事情了。看来呀，阿军并没有打算让李元芳带自己去和梅迎春交涉，就如同他只让李元芳看到那个秘密地窖一样。这阿军姑娘相当自然地选择了亲疏远近。阿军姑娘如此的对待自己，也许是因为沈怀的关系吧。咱们书说简短，眨眼之间太阳西坠，夜幕降临了。这几个人呢，又一次的围坐在了堂屋的圆桌前。从昨天晚上到今天，这几个人这个除夕和元旦过得太不寻常了，以至于这几个人呢，都有一种好像在梦中一般的感觉，似乎下一刻就会从梦中惊醒，又好像陷入了永远摆脱不了的梦魇似的。这几个人的心情啊，时时都在阴郁和希冀之中摇摆，简直是倍感煎熬啊。这个梅迎春呢，已经跟阿军姑娘商量好了，7天之后就把这沈廷放暂时落葬在这沈宅的后边，等到阿军姑娘进京见到沈怀之后，再决定正式下葬的时间和地点。梅迎春白天不是去金城关了吗？到金城关已经给这沈廷放订好了棺材了，还找好了渡河的向导了。据说这些向导那都是些常年生活在此地，对这黄河状况非常了解的人，能够引导渡河之人找到最轻松和最安全的途径。这个时候，那位落水的大娘也已经跟大家熟识了。从这个大娘口中，大家知道她姓何呀，原来是金城关内的一个寡妇，含辛茹苦的拉扯一个儿子，现在儿子去洛阳赶考了，他不放心，打算追随而去，慌忙赶路，才掉进黄河当中。其实这位何大娘啊，并没有把自己所有的事情都告诉大家，那么她身上到底有什么事儿呢？咱们下回再说。整合碎片时间，倡导听学风尚，听东方.com。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暗夜迷情》，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何大娘在本套神探狄仁杰系列当中可是个重要人物啊，所以对这个何大娘的一些身世，咱们呢有必要详细的交代一下。这个何大娘家就住在金城关内，丈夫姓杨啊。结婚之后，何大娘为丈夫生下一个孩子，男孩子叫做杨林，张作霖的霖。生下孩子不久，自己的丈夫突然间得了暴病，就死了，撇下了个孤儿寡母。哎呀，这何大娘命苦啊，含辛茹苦，一个人带着孩子，一把屎一把尿拉扯杨林呢。一个寡妇靠什么生存呢？这何大娘啊有手艺，她有一手精巧绝伦的绣活，就会刺绣。有这么一门手艺，就靠着绣一些花，绣一些朵，绣一些衣服。别人家有些喜事了，给别人家绣个枕头啊，绣个被子套啊，给成亲的小两口绣个鸳鸯戏水呀，给刚出生的孩子绣一个喜洋洋的襁褓啊。总而言之，
就靠干秀活挣那么一点钱，拉扯自己的儿子杨林呢。就这么着把儿子好不容易抚养长大。长大之后，何氏老太太虽说家庭条件经济状况不太好，但是何氏老太太她相信一句话，哪句话呢？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得让孩子好好的读书，只有读书才有出路。等到学富五车之时，让孩子进京赶考，如果能够考取功名，一方面能够光宗耀祖，另一方面这孩子以后的道路自己就不发愁了。所以这老太太呀，供孩子读书，拿出自己很艰辛挣来的钱财来供儿子杨林读书啊，给儿子找学校，请先生。你可别说，这杨林呢也知道母亲为这个家非常的辛苦，为了拉扯自己，为了能让自己成才，母亲背后吃了多少苦啊！杨林想在脑中，疼在心上啊，就为母亲这种辛苦，自己也得好好的读书。这个杨林呢，于是发愤图强，努力读书。你可别说，这学识是越来越高，学问越来越大。吃不愣登18年过去了，这杨林长成大小伙子了，这学问在这京城关内同龄人当中，那也可以说是数一数二了。本来就打算过了年之后朝廷科举，进京赶考，博取功名。可是啊，一进了今年秋天，这老太太呀就找不到儿子了，不知道杨林跑哪去了。偶尔回趟家，老太太就问你跑哪去了。杨林呢都不敢用正眼看娘，这眼神总是飘移不定，就告诉娘，我没事儿，在这京城关里呀，我住在我一个同学家里，跟他一起温书，来年不是好结伴到京城去赶考吗？哦，这何大娘啊也没细问，那你今天回家干嘛呢？我钱没了，花光了，娘啊，您再给孩儿一些钱吧，我住人家家，老让人家花钱也不好。老太太一看孩子要钱，那得给呀，读书嘛。老太太就给这杨林一部分钱，杨林拿了钱之后都不跟母亲吃一顿饭，说读书要紧，我同学还在家等着我呢，我们约好的晚上一起读书。急急忙慌的他就离开家了。这不是一次两次了，打入秋以来发生了好多次，一走10天半拉月见不到人影，只要是回到家来没有二事，就是给母亲要钱，借口很简单，那就是在人家家一起温书，不能老让人家掏钱，人家经常的请自己下馆子，自己虽然省着，但是也总不能让人家请吧，怎么也得请人家，这样一来这个钱呢就花的多了。虽说这何大娘啊对儿子的话越来越是怀疑，但是每一次啊做母亲的还是给儿子一些钱。拿到钱后，每一次杨林总是慌里慌张的就走了，总是这样。等到入冬以来，尤其是到了腊月，这整个杨林呢几乎是见不着了。
哎呀，老太太在家里呀担心呢，儿子在城中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呢？啊！新东方.com 缜密发布最新章节，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新东方.com查询收听。他跑哪去了？这掰开手指头算了算，快1个多月了。腊月初一回到家一趟，现在都快过年了，怎么还不回来呀？你再温书，你过了腊月23，你总该回家吧？人家家不过年了吗？何氏老太太着急，但是找不到儿子呀。老太太着急坏了，担心坏了，有的时候偷偷的抹眼泪呀。没想到到了腊月28那天晚上，眼看着要过年了，这杨林呢回来了，回到自己家那简陋的宅院里，见到了母亲呢，就见母亲倚着门框，正向外眺望呢，一眼发现儿子回来了。哎呀，林儿啊，你跑哪去了？快进屋，外边冷，外边冷！拉着杨林给拽进屋来了。到了屋里头，老太太拉着儿子，借着烛光，不住的抚摸儿子呀，看看儿子有没有什么变化。一看这杨林呢，长得十分的漂亮，2道细眉，大眼睛，通关的鼻梁是鼻正口方，白净的一张脸，非常细嫩，男孩子长了一个女孩子的容貌。从表面上来看，自己的儿子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但是何大娘那是做娘的呀，儿子一点细微的变化，那哪能瞒得住做娘的眼睛呢？他发现了自己的儿子瘦了，憔悴了，眼睛没像原来有神了，甚至说眼睛有些昏黄了。孩儿啊，你可回来，这些天你跑哪去了？把娘都担心死了。娘就你这么一个孩子，你干什么你得跟娘说一声，万一你有个什么三长两短，你叫娘怎么活？说着话，何大娘啊泣不成声。杨林看着母亲的痛苦的表情，杨林也心如刀绞。娘啊，你老人家先坐下，我有话要对你说。何大娘一看儿子不对劲儿，这肯定有事儿啊。你有什么事啊？你坐下，我跟你说。把娘给扶着坐下了，坐定之后，扑通一声，杨林一下子就跪倒在娘的面前，把这何大娘吓了一跳。你咋了？娘啊，没事，您坐稳了，儿子有话对您说。有话说，你起来呀，你跪他干嘛呀？娘啊，儿子我这就要走了。什么？何大娘一听，你刚回到家，你又去哪儿啊你呀？我的儿啊，这么久都不见你回来，娘想你呀，你怎么才回来又要走啊？说着话，老太太一边掉眼泪，一边伸出了微微颤抖的手，搭在了儿子肩膀上。这么一摸，老太太心里呀更酸了，发现儿子这副肩膀比原来瘦多了，比脸更瘦了，简直是除了衣服就是骨头啊！
而且能够清楚地感觉到儿子杨林的身体在不停地抖动。母亲温暖的手往自己肩膀头这么一搭，杨林禁不住的是浑身抖了一下，但是仍然咬了咬牙，强作镇定啊。娘儿子不是和您说了吗？儿子一直在城外同学家住，和同学们一起温习功课，所以这么长时间来我也没回家。何大娘听完儿子这句话什么都没说，因为这句话听得太多了。老人眼中闪着泪光，仔细打量着儿子的脸，打量了半天，老太太把头摇了摇：林儿你不要骗娘了，娘去你那个同学家里找过你他说你很久都没去过，你这么多天不回家，娘怎么不担心你呀？我怎么能够不去找你呀？孩儿你跟娘说实话，这些天你到底去哪了？杨林一听这话，浑身又是一哆嗦，但跪在地下沉默了半天，这才笑着抬起头来。其实这杨林这个笑比哭还难看。娘，儿子嘱咐过您多少次，不要去找我，不要去找我，您就是不听啊。何大娘这个时候把脸沉下来了，盯牢了儿子的脸。林儿，这些天你到底去哪里了？你说给娘听，你说。杨林打嘴边泛起了那么一抹淡淡的苦笑，眼神是飘忽不定。娘儿子确实一直在温习功课，只不过住在我另外一个同窗家里，在西城外头，他家那个地方更安静，没有杂人，我住在那里更能静下心来读书娘您想的太多了。何大娘看着儿子，慢慢的把头点了点，恍恍惚惚的说：这样也好，这样也好。林儿可你为什么又要急着要走呢？你又上哪去呀？这个时候，老妇人把手缩回来，擦了擦自己的眼泪。杨林一看母亲这个动作，杨林这个心里更酸了，伸出手去，轻轻地握住母亲那双苍老的手，把他们搁回到了母亲的膝盖上。杨林就这么紧紧地握着。娘儿子终于学成了，终于有信心去京城赶考了。您不是一直都等着这一天吗？儿子去赶考去，等儿子考得功名回来，娘您就再也不用这样日夜劳作了，再也不用干那些永远没完没了的秀活了，您就能够跟着儿子去享福了。何大娘听到这里，把手从儿子手中抽回来，
抬起右手，轻轻地抚摸着儿子变瘦的面颊，含着眼泪微笑着说：林儿啊，为了你，娘就是绣上一辈子，作死累死那也是心甘情愿的。只要你有出息，娘我就满足了。杨林重新的把母亲的手给握住了，头摇晃着：娘啊，您安心了，做儿子的我不能安心呐。娘啊，儿子要走了，您就在家里等着儿子的好消息吧。说着话，这杨林呢就要起身，看那个意思就要马上扭身就走啊。何大娘一看，突然间把身子往前一探，啪的一下子把儿子紧紧的给搂住了，声泪俱下，老泪纵横啊。林儿啊，林儿啊，赶考也不用着急的半夜出发吧，你在家里住到明日，娘给你收拾好行囊，你再走啊。杨林呐，现在也不由得紧紧抱住母亲的身体，一句话说不出来了。母子二人就在这里紧紧抱着，泪水噼里啪啦往下直淌了。抱了半天，杨林这才轻声地说呀：娘啊，儿子和朋友们约好了，要一起出发，必须赶紧的回去，赶到他们那里跟他们会合，这样明天一早我们就可以按时启程。如果住到明天，儿子就恐怕误了行程。可是这冰天雪地的，你们如何渡过黄河呢？好，娘啊，黄河现在已经封冻了，我们从上面走过去就行了。什么？从黄河上走过去？这林儿啊，这万万不可呀！你可知道啊，那黄河风动不匀呢，每年从那上面行走之人都有踩破冰面落水而亡的。林儿啊，你千万不可去冒这个险呐！林儿，娘不让你走。娘啊！杨林猛地睁开了母亲的怀抱，牙关咬得嘎嘣嘣直响啊！娘啊，儿子今天是走定了。走冰渡河虽然有危险，但却是目前唯一的方法。娘啊，儿子会小心的，您尽管放心。每年虽然有失足者，但来来往往成功渡河的也不计其数。娘啊，儿子我小心一点，没事的。这何大娘啊，现在是频频点头啊，眼泪是不住的往下淌，这头发也都凌乱了。杨林看到此情此景，心如刀绞一般。娘啊，您别这样，伸手去替母亲擦眼泪，啪，被老太太一把攥住了手了，死死的捏住，就是不松开了。我不让你走，我不让你走，娘来！杨林呐，硬下心肠，猛地一甩母亲的手，把这何大娘的手就给甩开了，把老太太好像没从椅子上甩下来。老太太看着儿子：林儿啊，科考在明年11月，你说你现在走，你究竟是要去干什么呀？
杨林到现在这脸色唰变得煞白的，脑袋上青筋暴露，咬紧牙关，晕了半天，终于下定了决心，把这脸再次的扬起来了，脸上又露出了一个惨痛的笑容。娘啊，11月的是常客，您别忘了，我今年11月恰恰在我同学家生病了，才耽误了今年的考试。可是明年2月有制科开考，现在出发去神都，还能够在那里住下来温习，我一天都不想耽搁了。原来是这样啊！何老太太一听这个话，这才面露欣慰之色呀。哎呀，如果是这样的话，林儿啊，那你就去吧，娘这里还有银子给你做盘缠。杨林听了这句话，心中难受啊，心说话，娘啊，儿子我对不起您，我这也是被逼无奈呀。整合碎片时间，倡导听学风尚，听东方.com。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暗夜迷情》，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腊月28的寒夜，杨林向母亲告别，说自己要立刻动身赴神都洛阳参加明年2月的科考。何老夫人对儿子这句话半信半疑呀，但是儿子的一番话又说的不无道理。何大娘啊，现在是宁可信其有啊，面露欣慰之色。要是这样的话，娘就知道了。林儿啊，你再稍后片刻，娘给你拿些钱财做盘缠，给你收拾些东西，收拾些衣物。娘啊，不必了，儿子的东西都搁在同窗那里了，早就收拾好了。我现在就要走，否则的话我赶不回去，耽误行程。这何大娘一看，你怎么那么着急？哎呀，你这事先也没说，娘什么都没准备。这何大娘啊，慌里慌张，拿手往自己身上拍了拍，最后从怀中摸出了一个丝绢裹着的一个小包，一把塞到了杨林手里。林儿啊，娘这里还有一些银两，这是上个月给张大户家做活，张大户一直没给钱，这不快过年了吗？今天特地的把钱送来，娘还没顾的放起来呢，你拿着拿去用吧。这杨林呐，看着母亲捧钱颤抖的那苍老的双手，这心里头太不是滋味啊，哪还好意思伸手接钱呢？何大娘一看，一把把儿子的手拉过来，把这个小包就塞到了杨林手中。这杨林现在的手啊，抖得厉害呀，几乎都捧不住小包了，泪水终于是夺眶而出。杨林扑通一声再次跪倒，梆梆梆向母亲磕了3个响头，然后噌站起身来，一咬牙一转身，跑出门去了。何大娘啊，木呆呆的坐在原处很久很久，突然间大声喊了一声：“林儿！”老太太当当当的
晃晃摇摇跑到门前，猛地把房门一推，屋外呼啸的狂风夹杂着飞雪，是顿时迎面扑来，一下子把何大娘染上了一身的雪白呀。何大娘就站在这风雪当中，犹如木雕泥塑一般，一动不动。这位说这杨林真的赶奔神都了？哪呀？杨林呐，离开母亲之后，流着眼泪跑出好远，这才回头看了看。娘啊，儿，我对不起你呀，我这也是被逼无奈呀。娘啊，你就原谅孩儿吧。杨林自言自语一番，然后又跪倒在雪地之上，冲着家的方向又磕了3个头啊，这才站起来，晃晃荡荡是回到了自己的住处。就这么一眨巴眼儿，2天过去了，时间就来到了这除夕之夜，腊月30。京城关内的老百姓跟其他地方的老百姓一样，这一天呢，家家户户关门闭户，在自己家里一家团圆，迎接新年呢。这个京城关与这兰州城虽然隔着黄河相望，但是这京城关没办法跟这兰州城相比呀。兰州城多繁华呀，京城关里荒僻冷静啊。京城关里边都这么冷静，京城关外边那更加的荒芜凄凉了。要说这京城关外最荒凉的地区，那就是在京城关北城墙外那一片地区。这一片地区呀，在高耸的城墙之下，到处都是荒草碎石，多少年没有人迹出没了。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在这一片地区的中央啊，有一大片孤坟林立的乱坟岗子，那都是埋死人的地方。那说埋死人的地方，那也有人出没呀。比方说这京城关内的人死了，不往这埋呀，这是乱坟岗子。京城关内的老百姓死了，人家大部分都埋到西城，也有一部分埋南城的，人都不来这个地方。这是个乱坟岗子。那埋的谁呀？据说在南北朝乱世的时候，在这个地方曾经发生过血腥的大屠杀，数不清的老百姓就被残暴的匪徒们在这个地方全部给杀死了。而且杀死之后肢解尸体，惨不忍睹，扔的那尸体遍地都是。据说这个血腥之气历经数月不散。说怎么没人来收尸啊？因为都是何家大小被灭门的，都给杀死了，谁来收尸啊？所以屠杀过去很长时间，这尸体啊就在地上晾着。后来经过几载风吹雨打之后，所有的尸体都化成森森白骨了。再过一些年，这些白骨有的都被风沙掩埋在地底下了，有的仍然隐现在乱草丛中。所以这个地方，您想想，谁敢靠近呢？尤其到了夏天，这个地方鬼火闪闪，令人毛骨悚然呢。据说呀，离着几里地，到了晚上，
都能听到从这个地方发出一种奇怪的声音，这种声音好像是呜咽哭泣的声音。就这种声音经久徘徊，阴惨不绝呀。老百姓都说呀，那是因为呀，当年被杀死的那些人都是冤死鬼呀，阎王也不收啊，阴魂不散，得不到脱生，就在这一片来回的漂浮，来回的哭泣，千千万万的不能靠近呐，靠近了，这些冤魂野鬼就会把你拖进去，把你给弄死。是啊，那就没有别的办法，呀，那除了找一些名僧高道，找这些有道德的人呐，给做法事，超度，让这些冤死的亡魂能够得以升天。等他们走了，这个地方就太平了。您说也不知道什么人琢磨的，那大家对钱呗。于是金城关的老百姓就共同集资，干嘛呢？请和尚，请来一些名僧高僧过来超度亡灵。那和尚能来吗？有钱呀，有钱好办事啊，只要给钱，什么人都过来。这和尚也爱钱，只要给钱，不就是超度亡灵吗？我们出家之人，慈悲为怀，善念为本，超度亡灵本是分内之事，不给钱，贫僧也要去呀。给了钱，那贫僧更要去呀。还真来了一群大胆的和尚，用这金城关老百姓给兑的钱，就在这个荒地中央啊，建起了一座简陋的寺庙。然后这些和尚们把这些地上的白骨敛吧都捡起来埋葬了，而且还专门的为这冤死的亡魂做了一场盛大的法事，说是要用这种绝大的善念来平复这些亡魂郁积已久的怨恨。这些和尚又打磬又哼经啊，忙活了一大通，最终怎么样呢？最终啊，没有取得成功。这些和尚们在这个寺庙里住了没多长时间，这个寺庙里的住持方丈突然间就圆寂了，就死了。这方丈一死啊，其他和尚也没往多处想，老方丈死了，新方丈上任呗，又上任一个方丈，上任后没多长时间也死了。这第二个方丈一死，这些和尚们呢，这心里就有点发毛了。又上来一个和尚当方丈，这一回呀，说什么这个和尚说，我这个方丈的名字不能再叫方丈了，你们以后啊不能叫我方丈，也不能叫我住持，那叫您什么呢？你得换个名称，叫我 CEO， 听见没有？叫 CEO， 换个名称就没事了。他以为换个名称没事了呢，哪知道时间不长，这个 CEO 啊也 over 了，也死了。哎呦，这一下子呀，这些小和尚们可害怕了。看来呀，这一个地方的冤魂太厉害了，咱们没超度了啊！走吧。这庙里的大和尚、小和尚、半的和尚收拾东西，纷纷逃离，各奔东西去了。这刚刚有些新东方.com 神秘发布最新章节，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新东方.com查询收听。香火的寺庙一下子就被遗弃了。这么一来，这个地方
除了多了一些没有名姓的乱坟之外，这又余出了一个清冷破败的寺庙。哎呀，使这个地方的恐怖气氛更加增添了许多呀。对京城关内关外的普通老百姓来说，就这片乱坟岗子呀，那是一个避之唯恐不及的地方，哪怕是官府也从来不在此涉足啊。你看这么一个恐怖荒凉的地方，这么一座阴森可怕的寺庙，大家伙都不来，但在过去的1年里，这个地方是那位杨林到的最多的地方。只要一有可能，这杨林都会趁着夜深人静的时候自己跑到这里，在这里一待就是一个通宵啊，然后再赶在黎明之前离去，来来回回，日复一日，不知道重复了多长时间呢。其实书中交代，那不光是杨林一个人这么做的，有很多的人跟着杨林一样，黑天来白天走，就到这个地方来干什么？来赌博。就这个寺庙由于没有官府的涉足，由于没有普通老百姓的到来，这座寺庙久而久之被人给占领了，成了当地的一个地下赌场。有人在这里设庄抽头，很多的那些赌徒赌鬼深更半夜都跑到这里豪赌一把，输他个一光二净，第二天一大早垂头丧气的再回去。说这些人不害怕这里的冤魂，不害怕这里的野鬼。野鬼呀，你是野鬼，我们是赌鬼，大家都是鬼，谁怕谁呀？开始有些赌鬼们还真害怕，后来来了2趟发现也就这么样子，哪来的鬼呀？没碰见什么的赌吧。就这么着，这个地方就成为了京城关一座巨大的赌场。这杨林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染上毒瘾了。这个赌字你不能沾呢。都说人坏，坏的五毒俱全。哪五毒？吃喝嫖赌抽，五毒俱全。但这五毒那也是分层次的。你比方说吃喝，爱吃爱喝，花大价钱去吃喝，这个无可厚非。这个人生活就这么个习惯，他就爱吃爱喝。另外他也有度你没钱了吃什么喝什么呀。嫖抽也一样，你没钱了谁跟你？没钱了谁卖给你烟？谁卖给你毒品？它都是有度的。唯独这个赌赌是没有度的，没有底线的。一把宝往上一压，就有可能把身家性命、满门家小都可能给压上去。这个赌鬼六亲不认。人一染上了毒瘾，这个人几乎就没救了。你说我这个人好吃有救，好喝那不喝了就完了呗，好抽烟戒烟，吸毒的弄到戒毒所里去，也能把你的毒给戒了。但这个赌一旦上了瘾，也是很难戒的。所以告诫各位，如果身边有些赌徒的朋友，趁早离他远远的，别跟他们往来。要向你借钱没有，千万别相信他们的话，嘴里没实话。就拿这杨林来说吧，连娘都骗，有什么实话？
为什么骗娘？赌给害的。就这大年30除夕之夜，人家都阖家欢乐，就是有那个爱赌的，这一天呢也回家陪着老婆孩子去了。这杨林呢28那天告别了母亲，说要去神都洛阳去赶考。赶什么考啊？大年30他自个儿跑到这里又跟人赌起来了。今天是大年30，那些赌客们全不在呀。在这座残破寺庙的大雄宝殿之中，也就是坐着杨林还有另外一个人呢，也就这俩人，只不过那个人的脸埋藏在烛光的黑影之中，根本就没办法看清楚面容呢，只瞪着一对炯炯有神的眼睛，从这对眼睛放出来的光芒，就把这个人内心的残忍和毒恶毫不掩饰的给暴露出来了，就像盯着猎物似的，死死的看着对面的杨林。按说今天晚上真冷啊，大年30那天，咱前文书说了，下了一整天的雪呀，到晚上这雪也没停啊，冻得人打哆嗦。但是呢，在屋里的杨林额头上早已经是汗水淋漓，那么热呀，开暖气了哪呀？这杨林堵得浑身紧张，堵得冒出了冷汗呢。现在呀，就见这个杨林瞪着一对眼睛，全神贯注的盯着面前的5枚骰子。这5枚骰子呀，其中3枚已经躺倒了，全都是黑色的，另外2枚还在那里滴溜溜溜溜溜溜，在那里不停的旋转着。就见杨林呢，双手痉挛的抓住桌沿儿，伸个脖子，瞪着眼，张着嘴，鼻子都往上翻翻着，净完这劲儿，好像要伸过脑袋去帮着他把这俩骰子给扣那儿，让这俩骰子能够听自己的话，躺在自己想要的红面。但是呢，又被对方那个人的残忍的目光所震慑，这杨林不敢有半分的动作。就见这杨林现在呀，手指头是白的，嘴唇是白的，脸颊也是白的，恨不能满头的乌发一下子也都给弄白了。对面那个人的眼睛盯着杨林，显得是越发的冷酷。他看着杨林现在的表情，内心呐，说不出来的舒坦呢。他有一种快感，因为这样的表情他看的太多了，太熟悉了，看的人呢也数不胜数了。这人现在呀，清楚的知道又一个人将要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之中了。哎呀，只怪他们太愚蠢了。这个世界上，即便是有幸运，也永远不会属于他们呐。在这个人阴森可怕的冷笑当中，当啷啷啷啷啷，又一枚骰子躺倒了，仍然是黑的。杨林现在已经汗如雨下了，嘴角不自觉的已经剧烈的抽动了，嘴唇边甚至泛出了几点白沫了，眼睛不眨的盯着最后那一枚骰子，耳轮中就听见当啷啷啷啷啷，最后一枚骰子也倒下了。杨林一看，哎呀，完了！
整合碎片时间，倡导听学风尚。听东方.com，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暗夜迷情》，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大年30的夜里，杨林在京城关外的一座破庙之内，与一个人赌骰子，5个骰子，这一个骰子6个面，3个面是黑点，3个面是红点。2个人怎么赌博呢？5个骰子一起掷，杨林买的是红点，对方那个人买的是黑点。比方说这5个骰子掷出去，5个里边有3个是红点，这杨林就赢了。3个红点，杨林赢 60%， 4个红点，杨林赢 80%， 5个全红，杨林这一盘就满贯，大获全胜。对方的钱得给杨林。反过来说，5个骰子里边有3个是黑点了，杨林就输了，给人家 60%， 4个黑点 80%， 5个黑点 100%。 今天晚上啊，杨林赌了好几把了，把把全输啊，这是最后一次了，他所有的钱全都押上了。结果这5个骰子滴溜溜溜溜溜溜溜，嘎啷啷啷啷，往那一停，5个骰子全是黑的。杨林看着看着，眼前就是发黑呀，猛地往后一仰，嘴里发出一种声音，呻吟还不像呻吟，叹息也不像叹息，就那么哼哼一声。但是对面的这个人听到这种声音呢，显得非常的享受啊，把嘴一咧，是嘿嘿冷笑啊，哼哼哼哼哼哼，他是一阵阵的冷笑啊。杨林这个时候无可奈何的仰面靠在椅子背上，两眼直勾勾的盯着房梁，好半天没有丝毫的动作。对面这个家伙还挺有耐心，就坐在那里等着，同样是纹丝不动。他知道要给自己的牺牲品一点时间，让他们能够适应，并且最终接受命运的安排。他看着杨林有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心里也够矛盾的。这些人太愚蠢了，就这种人还想赌博，还想这个幸运能够降临在他们头上。太愚蠢之人，老天爷根本都不会眷顾的，幸运永远也不会属于他们的。这个人看着杨林心说话，有时我自己觉得我自己是不是做的太过狠毒了但是每一次他自己找到的答案几乎都是一样的。不是我想把这些人带入地狱，是他们自己自作孽不可活呀。我只不过是一个具体的操办者而已，或者说我仅仅是一名领路之人多少次了，面对和这杨林此时此刻样子极其相似的情形，我自己甚至都会有一种冲动，都想大喝一声，提醒你对方悬崖勒马，幡然悔悟。但事实上每一次我都做出恰恰相反的举动，
就像现在我马上要做的那样。这个人心里一边这么想着，一边直盯盯的盯死了杨林呢。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这杨林呢，仿佛大梦初醒，从这椅子上慢慢站起身来了，眼神空洞的四下看了看。我输了，我输了，摇摇晃晃就奔这个门外边走去了。也就在杨林刚要跨出店门的那一刹那，一直盯着他的那个人开口说话了。这个声音呢，极其难听啊！怎么，你这就打算离开吗？就这一句话，杨林呐，好像被临头打了一棒子似的，猛然间一晃身体，一下子就倚靠在店门边，滑倒在地上了，就像一个泄了气的皮球一般，垂头耷拉脑，坐在地上，一时间好像是失去了知觉似的。身后那个人呐，从桌子边慢慢的站起身来，把手往背后一背，缓缓的踱着步来到了杨林身后。想走啊，可以呀，把你欠的那些钱还了，只要把那些钱还了，但走无妨。杨林现在呀，听完这句话，身子仍然是瘫软在地上，但是全身开始剧烈的颤抖起来。他慢慢的转过身来，还是低垂着个头，有气无力的说：我没有钱，真的没有钱了。所有的钱都已经输给你了。这个人一听这句话，慢慢的蹲下身子，把这个脸就凑到了杨林面前。你说什么？原来你没有钱了。你既然没钱，为什么还要跟我赌呢？看这个意思，你这是在戏耍于我呀。要这么说的话，那你就不能这么轻易的走了。杨林现在呀，终于把头抬起来了，脸上已经是泪水纵横了。他瞪着对面这个人，声音颤抖，哆哆嗦嗦地说：我不是已经把那样东西给你了吗？那可是我母亲从皇宫里面带出来的宝贝，值很多很多的钱的，你是知道的。值很多钱吗？值多少钱？我可不知道啊。就凭你这上嘴唇一碰下嘴唇，我就相信了。我怎么知道会不会上你的当呢？再说了，我似乎记得那样的东西也早让你抵了5万钱给我了，而这5万钱你10天前就已经都输给我了。那样东西就算它真的值钱，现在它已经属于我了。可是今天晚上你欠我的赌债，你还得另筹钱还，
你必须还。这个人的嗓音呢，哎呀，就像那个泡沫塑料在这玻璃上擦过似的，那种声音，又刺耳朵又嘶哑，听着让人打心眼里往外那么的恶心难受。杨林不由自主的抬手去挡了挡自己的耳朵，但是挡也挡不住，这声音呢，就像一把钢刀相仿，刺入到自己的腹中，剜心剥肝的疼啊！不！杨林现在呀，真的绝望了，疯狂的摇着脑袋。难道自己真的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吗？难道我杨林真的要完了吗？另外最可怕的是，这或许还要拖累自己可怜的母亲呢。娘啊！杨林现在啊，就想起老娘来了，是泪如雨下。嘿嘿嘿，那个人呢，一边咂着嘴，一边叹息的摇头啊。我看你也是30多岁的人了，哎呀，就知道喊娘，有个屁用！行了，今天可是大年30，可是除夕呀！我已经花了太多时间陪你了，我不想再继续和你耗个没完没了了。哎，杨林啊，你说吧，你到现在到底打算怎么办呢？你要我怎么办？哼，我不是已经和你说的很清楚了吗？2条路你来选择。一，你把这1年多来的欠的赌资全部还清，只要还给我钱，咱俩立刻井水不犯河水，各走各路。2，要是你不打算还钱，那么你就得按照我吩咐你的去做那件事情。你放心，只要你做成功了，到时候自然会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而且我这里的赌债也给你一笔勾销。杨林一听，哀叹了一声，你知道我选不了第1条，我现在已经身无分文了，连我娘刚给我的那些银两也都输给你了啊！那么说你就选择第2条咯。早和你说过了，这才是最明智的选择。杨林现在呀，面露恐惧之色。可我就是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我那样去做？这样做你究竟可以得到什么好处啊？年轻人呐，你想的太多了。哎呀，难怪你是个读书人，可惜呀，最该想的你不想，光想这些没有用的。我能得到什么好处，这你不用操心，你也管不着。现在你要是没有其他的选择，最好的是老老实实按我所说的去做，其他的不用你操心，怎么样？杨林呢，低下头了，不吭声了，牙齿咬得嘎嘣嘣直响啊！过了很长时间，杨林终于下定决心，把头一抬，好，我可以去做那件事情。
但是我有一个条件。你还有条件？什么条件？杨林瞪着一双迷茫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我可以按你说的去做，但是你必须把那件东西还给我。我母亲到现在还没有发现我偷走了它，我现在只要把它拿回家中，我就立刻动身去神都。你放心，我会一切都照你的吩咐去做的，你看如何？杨林说到这里，凝神闭气，好像在等着判决似的，眼巴巴的盯着对方，等待着对方的回答。对面这个人呐，沉默了一会儿，然后饶有兴致的端详着杨林现在那走投无路的神色。哎呀，你已经山穷水尽了，居然还想到要和我谈条件，真是可发一笑啊！你娘含辛茹苦的把你养大，就你这么一个儿子，我都替他不值啊！你杨林呐，脸色大变，拳头越捏越紧，眼中的迷茫之色已经被一种刻骨的仇恨所取代了。突然间，杨林声嘶力竭的吼道：你这个恶魔，就是你引诱我走上这条道路的，也是你一步步设局，让我深陷薄隙无法自拔的。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这个赌害了多少人，你要是逼人太甚，我就到官府告你去啊！这个人听完这句话呀，非但是不害怕，突然间爆发了一阵阵的阴森的冷笑，把头摇得给拨浪鼓似的。哎呀，好有志气呀！你告我好啊，去告吧，那样你就不怕你的老娘伤心欲绝吗？你别忘了，他老人家还一心盼望着他的儿子蟾宫折桂呢，金榜题名呢，有朝一日可以帮他光宗耀祖呢。他要知道你现在只他妈的是个赌徒，他该怎么想呢？我会向我老娘坦白的，我也会向他老人家发誓，从此我一定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他会相信我的，他会原谅我的。哦，可惜呀，可惜呀！要是到那个时候，我只要把你那件东西往外一交，交给官府，官府一见就会立刻知道这是你娘从皇宫里头搞出来的。你想想，到时候你娘会有什么结果呢？哎呀，最好的结果就是被砍头嘛，差一差，千刀万剐，凌迟处死。到那个时候，他倒是想原谅你，可惜呀，也没有机会喽。这人这句话呀，终于使杨林彻底的崩溃了。他扑通一声，双膝就跪倒在那个人的面前，
然后颤抖着双手去抓那个人的袍袖，一边抓一边语无伦次的哀求：不，你绝不可以把那个东西交出去，绝不可以呀，那样会害死我娘的，会害死她的。好，我答应你，我什么都答应你，一切都照你的吩咐去做，一切。说着是埋头痛哭起来。那个人呢，厌恶的把杨林的手从自己身上给扯落。哭吧，你就是哭死了，这个地方也不会有人来救你。哎呀，要让你明白些道理，怎么就这么费劲呢？我告诉你，那样东西半个月前我已经派人送往神都了。你如果真的想要回来的话，只有立刻动身去洛阳，然后按照我所说的去做。想要救你和你老娘的命，这就是你唯一的机会。杨林现在继续趴在地上哭泣。那个人一脸鄙视的从袖中就取出一张字条，啪往杨林面前一扔，就是这个地址，你到了洛阳去找他就是了，他会告诉你接下去该怎么做。总而言之，杨林呐，请你不要心存侥幸，这可是你唯一的生路。说完话，这个人一起身是拂袖而去。杨林呐，在地上又趴了一会儿，等到那个人的脚步声音消失了，他这才突然间跳起身来，把面前那个人扔在地上的字条捡起来，揣进了怀中，然后急急忙忙四下望了望，伸手抹去了眼泪，就飞快地跑出了大雄宝殿。这个时候，外边风雪交加，荒草早已经被层层叠叠的积雪覆盖。杨林弯下腰，竭力地辨别着雪地上的足迹。很快他找准了方向，杨林牙齿咬得嘎嘣嘣直响，眼珠子都瞪出来了，血贯瞳仁，就沿着这条新鲜的足迹跟踪了下去。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暗夜迷情》，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上文书咱们给大家介绍了一下这个何大娘那个儿子杨林的一些情况，但是这些情况啊，只有说书人知道，这何大娘是一无所知。从腊月28儿子离开家之后，老太太呀是一夜未眠呢，第二天坐立不安，眼皮直跳，越想越不对劲儿。这老太太呀决心要去查一查，看看儿子是不是在说真话。于是老太太就找到了儿子的同学，问这儿子是不是在你们谁家住呢？把这儿子的同窗好友全找了一遍，这些人都说这些天根本的就没看见杨林。哎呀，老太太一听这个话，老太太心里边是又恨又疼又挂念呢，心说话：林儿啊林儿，你在骗娘啊，你到底去哪了？你到底要干什么？不行，我得把他给找到。这老太太呀，于是
就产生了一个要去找儿子的念头。回到家中翻箱倒柜这么一找，老太太发现自己有一件重要的东西不翼而飞了。哎呀，这可是自己从皇宫中拿出来的东西呀，这甭问呀，肯定是被自己那不孝的儿子给拿走了。这到底拿它干什么去了？哎呀，这件东西一面世，将会给全家带来杀身大祸呀，灵儿啊！一看这个东西没了，这个老太太更加坚定了要去找儿子的决心，于是赶紧收拾行囊。腊月30，他就动身要赶奔洛阳找儿子。因为这个洛阳啊，是儿子最后给自己说的信息。除此之外，京城关内找了一整天没找到儿子。老太太为了赶路，这才冒险渡滨河，结果由于神思恍惚，这老太太呀一不留神踏破了冰面，掉进了黄河之中。要不是梅迎春及时发现，李元芳及时相救，这两个人呐都得死在冰河之下。这个老太太醒了之后，那自然是对李元芳、梅迎春等人千恩万谢了，但是只告诉他们自己要去洛阳寻找参加科举的儿子。除此之外，这老太太没有透露其他的信息呀。老太太把自己的事给大家一说，阿军一听，心念一动啊。既然大娘你是要去洛阳，正好啊，我和梅先生也要去洛阳，干脆咱们是结伴同行吧。您再等7天，7天后与我和梅先生一起进京，你看如何呀？老太太一听，老太太呀也高兴，因为自己去洛阳千山万水，这一路之上不定会碰见什么样的事情呢？哎，有着阿军姑娘，有着梅先生，有着救命恩人，一起去洛阳，这心里就更有底了。梅迎春、李元芳啊也觉得阿军身边如果能跟这么一个老妇人，那就会更好。为什么呢？毕竟阿军姑娘是女的，梅迎春是男的，这孤男寡女在一起，一同结伴去洛阳，即便是大唐大周那个最开放的封建时代，那有的时候传出去也不好听。如果身边有这么一个老大娘陪伴，那不就好说话了吗？所以呢，两个人也觉得挺好，也非常愉快的答应了。这个何大娘啊，咱说了，刺绣女工是相当了得呀，非常有经验。这些天正好陪着阿军姑娘给这沈廷芳裁制了寿衣，做好寿衣，料理家务，收拾行装，就专等着7日后启程了。就这么着，大年初一晚上，大家就在一起吃饭，一边吃饭一边商量着这些大事。这顿饭吃的也没什么胃口，匆匆忙忙的把这些大事全都商量定了。然后阿军姑娘收拾碗碟，刷锅洗碗之后，仍然返回正堂去守灵，何大娘作陪。这梅迎春呢，白天从镇上给这韩冰带了一些爆竹，这小孩就一个劲的缠着李元芳要去放爆竹玩。李元芳没有办法，那不能够在人刚刚死了的宅子里放爆竹啊，只好带着韩冰去这沈宅外的原野上燃放。梅迎春和狄景辉吃完饭之后，就在这个堂屋里又摆上一些小菜，在这里喝酒聊天。咱们简短截说，这一晚上啊，
就这么吃不愣登的过去了。第二天一大早，李元芳、狄锦辉、韩斌就向阿军姑娘、梅迎春还有那何大娘辞行，要继续西行啊。临行前，李元芳就把已经侦得的案情和线索详详细细写成了一封信件，交给了沈军，让沈军到了洛阳之后，拿着这封信去见沈怀，把这封信当面交给沈怀。把这些都办好了，三个人呢这才上路。刚一启程，梅迎春呢又骑着墨风赶过来了。李兄啊，你慢走。李元芳一看梅迎春又过来了啊，梅兄，你还有什么事啊？哎呀，刚才一忙活把这事给忘了。说着话，梅迎春一伸手，从怀里摸出了一个狼形的铜面具。嘿，李兄啊，你们要去的沙陀州离梅某的家乡不远呢，或许。新东方.com 神秘发布最新章节，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新东方.com查询收听。你会在那里碰上梅某的族人。这个狼形面具是我部族最高贵的象征，族内之人一见便知。如果你们碰到什么事儿，需要我部族的人给予帮助，你们呐就拿这个面具找他们，不论什么情况，他们都会给予你们协助的。拿着它吧，以防万一吧。说着话，就把这个狼形面具塞给了李元芳。李元芳冲着梅迎春一抱拳，那就多谢梅兄了。哎呀，谢啥呀，咱们那后会有期，后会有期。就这么着，李元芳、狄锦辉、韩斌跟着梅迎春、阿军、何大娘告辞，是继续西行。阿军姑娘、梅迎春、何大娘在这里又停留了6天。6天之后，把这沈廷放的尸体给掩埋了，然后三个人是一起是赶赴神都。按下这2波，咱暂且不提，翻回头咱再说在神都的狄仁杰。狄仁杰这2天干嘛呢？狄仁杰呢这2天在家里休息呢，怎么身体不太好。咱们前文书说了，除夕之夜，狄仁杰在皇宫里边主持了百官守岁。第二天一大早，元旦之日，又马不停蹄的在则天门前辅助太子，夜见了各国的使节，总领新年朝贺的全部过程。虽然今年没有鸿胪寺正卿、少卿的组织，但是在狄公的运筹帷幄之下，一切事务总算是无险无惊啊，万事顺利，整个过程十分圆满呀。元旦过后，朝廷按例罢朝7日啊，一切官署衙门也都放假7天。过年假嘛，谁不要团圆嘛？这朝廷的事忙完了，得让人家这些公务员们好好的跟家人团圆团圆，是不是？所以放假7天，历年如此啊。狄仁杰这些事都忙完了，哎呦，这身子呀也不太好了。你想想，这些天来不眠不休，忙忙碌碌，紧张异常。狄仁杰呢，那毕竟是上了春秋的人了，有了年纪的人了，那不给那棒小伙子似的呀。就算是棒小伙子，这几天这么一忙活，那不得病也得累个半死，何况是年逾7旬的狄仁杰呢？自打这元旦庆典上回来之后，狄仁杰就感觉到身体是疲惫不堪，浑身不适。
就在府中把府门一关，谢绝见客，好好的静养了1天多呀。歇了这1天多，这才算大体的恢复了精神。到了年初3的时候，狄仁杰的体力渐渐的好转了，就派狄春送了封信给曾泰，约曾泰明天一早去天觉寺暗访。这狄仁杰呢，还没忘了腊月28那天晚上在京城所发生的3起有关生死簿的案件，他把这事想起来了。他认为要去天觉寺去查访一番。另外一点，狄仁杰要去天觉寺拜访一个朋友啊。简短截说，就到了庆历3年的正月初4，一大早，这曾泰呀就来到狄府，跟往常一样，一跨狄府的大门，这曾泰呀扯着嗓子就喊了：“恩师，恩师！”喊着恩师就进门了。来到正堂，一看狄仁杰呢，已经换上了一身便装啊，正在这里精神奕奕的等待着曾泰呢。一看曾泰，狄仁杰笑了：“曾泰啊，你今天好像是兴致颇高啊！”哎呀，曾泰走过来：“恩师，您身体可好啊？这2天歇过来了。年岁大了，不比寻常了。”“是啊，我听狄春说了，我本来打算昨天就过来看你，但是后来呀，我想还是让恩师在家里好好的静养吧，所以我今天才到。”“好啊，你用过早饭了没有啊？”“我已经用过了。”“那好，咱们现在就去天觉寺。”说着话，狄仁杰刚想迈腿，“恩师啊，学生还有一事要禀明恩师。”“哦，还有什么事啊？”“昨天晚上梁王去了玉仙楼。”“哦。”狄仁杰一听，“你说什么？梁王昨夜晚间去了玉仙楼？”“是啊，自打傅敏傅大人出事之后，他们家的苦主并没有对此提出任何的异议，所以我就遵守恩师的意见，对这件命案并没有过于多加追究，只是安排了人日夜的监视玉仙楼。今天早晨，监视玉仙楼的衙卒来报，说昨天晚间梁王去了玉仙楼。他去玉仙楼是干什么去了？恩师，这个学生就不得而知了，因为衙卒们不可能进玉仙楼去监视着梁王到底干了什么。”狄仁杰眉头紧锁，梁王不会无缘无故去玉仙楼的，他此番去玉仙楼到底在干什么呢？这狄仁杰不知道啊，还是那句话，他们不知道，说书的知道。这梁王武三思昨天晚上是不是去了玉仙楼啊？一点不假。这个玉仙楼啊，是神都洛阳一所最大的娱乐场所，就类似于现在的一些夜总会，都是那些有钱有势的男子寻欢作乐的地方。这玉仙楼养着很多的歌妓舞妓，还有卖身的妓女，生意是非常的火爆啊。在神都洛阳，那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温柔乡啊。一年四季365天，这玉仙楼每天的生意都非常的红火。但是呢，每年到了新春佳节，
从大年30到正月15这一段时间里，玉仙楼的生意通常是处于好与不好之间。为什么呢？其实原因很简单呢，这段时间在过年嘛，那些平常经常来这玉仙楼有家有口的男子，即使平常再荒淫无度，过年这10来天正日子里，一般来说都要有所收敛，装出个人模狗样的，在家中要履行一番为人父子父兄的责任。所以他们一般在这段时间里是很难光顾玉仙楼的。但你别忘了，这个世界上总是有那么一些找不到家的人，也总是有那么一些不回家的人。对于这些人来说，这新春佳节呀，是他们的一个伤痛的日子，那比平常更需要一个温柔乡来收束他们的情怀，抚平他们的创伤。而神都洛阳这个当时的世界性大都市，这类的人呢，又比其他的地方更多一些。比方说有一些赶考滞留的举子，有一些游历放达的侠士，有一些遭到贬谪的落魄官员，甚至还有一些隐姓埋名的逃犯。像这些人呢，在这一段时间里，他们必定得找这么一个温柔乡来释放他们内心的苦楚。因此啊，这段时间对于玉仙楼来说，这个生意呀，也好也不好。有的时候可能一天半天的没人来，有的时候也会陆陆续续的来那么几拨人。在那个年代没有劳动法呀，所以这玉仙楼的姑娘们也没有新年假期。当然了，这段日子他们会比往常更清闲一些，空下来的时间也会结伴的去逛逛集市，观观花灯，凑凑热闹。就算是在这玉仙楼像平常一样接待客人，他们的心情也比往日轻松许多。因为这段时间来逛妓院的，尤其是来逛他们这个神都第一等妓院之人，那都颇为不寻常啊，颇为耐人寻味的。所以这些姑娘们接客的时候，比往日的心情也轻松愉快了很多。但是作为玉仙楼的头牌姑娘，那位柳燕儿姑娘，她的心情啊，这2天是一直不好。为什么不好？打腊月29到现在，就再也无人光顾她了。虽说是难得的清闲，但也使柳燕儿的内心感到一阵阵的不安呢，甚至感到一阵阵的焦躁。为什么呢？您别忘了，毕竟腊月28那天晚上，朝廷正四品的大官傅敏不明不白的就死在他的席上。那这对于柳燕儿来说，绝对不是一个好兆头啊！因为那个年代的人呢，都迷信，死在这么一个妓女的面前，是不是这个妓女就访客呀？啊，谁跟他亲近就能把谁访死。像这样的想法，在当时啊，得有很多男的都会这么考虑。哎呀，恐怕那些怕死的男人们呢，从今往后都要视我如瘟疫，避之唯恐不及了吧。哎呀，想到这里，柳燕儿那俏丽的脸上挤出了个苦笑啊。是啊，男人啊，男人这个东西是多么的自私而且怯懦呀。
你说这柳延儿打29到现在接不上课，那接不上课没提成啊，回头在老鸨子面前都没法交代呀，这可怎么办呢？今天呢都已经是正月初3了，窗外的大街上爆竹声依然的此起彼伏，柳延儿现在百无聊赖的斜倚在榻上，手里拿着一面菱形铜镜，一遍一遍的描画着自己那对拢眼细眉。你要知道啊，在大周当时流行的不是细眉毛，是漆黑的浓眉，有的把这个眉毛啊都画成立立着，就画成2个点儿。你看有些日本的女的到现在还跟咱们大唐朝大周朝那个时候女的学呢，都画那么一个点儿，但怎么点也不比咱们中国女的好看。但这个柳延儿啊偏偏不愿意画成那样，她就是爱与众不同。正在这画眉呢，突然间听到外间的门扇响，有一个人推门就进来了。走到内屋，柳延儿一看，谁呀？正是梁王武三思。整合碎片时间，倡导听学风尚，听东方.com。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暗夜迷情》，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玉仙楼的头牌姑娘柳延儿，从这腊月29开始，到这正月初3是无人问津，没接到一个客人。柳延儿这2天心里是颇为不安呢。正月初3这天，正躺在自己榻上握着一面铜镜描眉呢，就这个时候外边的门扇响了。柳延儿突然间听到老鸨子在外边低声招呼：哎呦，柳延儿啊，在里头呢，要不要我？不用了，我自己进去就行了。你到外边去，在外头给本王看好喽，这整层楼都不许再让人上来。哎，是，王爷您请。说着话，噔噔噔，这脚步声就往里走。柳延儿啊，缓缓的坐直身子，从这个老鸨子的对话当中能够听出来，来的这个人呢，一定是个大人物，要不然这位见多识广的老鸨子绝对不会紧张成这个样子。这个时候，那个脚步声音已经进门了，嘎巴一声，门给关上了，随之噔噔噔，有人踱步就进了里屋了。柳延儿抬头一看，哟，进来是一个男的，看这个年岁40多岁，50不到，长一个中高等的身材，宽肩后背，微微的有一点发福，头上戴着紫金冠，身上外罩着裘皮大袄，内衬大红色的锦袍，足蹬乌皮六合靴，往脸上看，黄中带黑的一张面皮，大扫帚眉，一对大豹点，双眼皮儿，黑眼球少，白眼球多，狮子鼻子，阔嘴咧腮，留着一蓬短钢髯。柳延儿一看认得，谁呀？当今天子的侄儿，梁王武三思。哎呦，柳延儿一看武三思，芳心乱跳，玉体不安呢。这个脸微微的有点变色儿，但是马上这柳延儿经验丰富，这个脸刚一变色之溜，马上又转过来了，脸带笑容，理了理披着的葱绿色的披纱，
轻盈的掀起了竹帘，然后从这榻上就起身了。这个时候武三思进到屋来，已经把外边罩的裘皮大袄给脱下来了，往旁边的衣帽架上这么一挂，然后也没搭理榻上的柳烟儿，就坐在了桌边啊。柳烟儿从这榻上起来，微笑着满脸春风啊，轻移连步就来到了武三思近前，轻轻的一拜：“梁王爷，您这大过年的还专程来看燕儿，燕儿真是受宠若惊啊！”说着话，赶紧的把这个茶颗里的那茶壶就给颠出来了，然后翻了个杯子，给这武三思满了一杯茶。这茶呀可都是热的，怎么是来回的换的，凉了就得换。人家这个地方是特殊的服务行业，你不能够说来个客人过来一喝是凉茶，那哪行的。这茶是滚烫的水给煮好了的，倒在各个屋里的姑娘的茶壶里。这有专门的倒茶水的二茶壶啊，这每隔一段时间都得进来检查检查这茶壶里的水凉了没凉，一旦发现凉了没了，赶快换新的，不能等人客人过来喝凉茶。这服务啊要做到位，所以给这武三思斟了一杯茶，然后双手捧茶，恭恭敬敬的放到了武三思面前：“王爷，您请喝茶。”武三思啊也没吭一声，端起茶杯，慢慢的放到唇边，喝了一口茶，这才哼了一声，然后把茶杯往桌上一放。柳烟儿一看武三思手里没东西了，顺势身子这么一倒，就坐在了武三思的怀中。两个人那老熟人了。武三思一看这个情况，武三思脸上带出一抹的淫笑，一抬手捏了捏柳烟儿的下巴壳：“怎么着，想我了？”柳烟儿啊把脑袋一扭：“哎呀，想又能如何呢？梁王爷您的身份太高贵了，不是我们这种人可以随便想的。”好一张小嘴呀，说的好像我是那无情无义的负心汉似的。这么说我不太公平吧？啊！柳烟儿的眼波一闪，赶紧的又换上了更加甜美的笑容，伸出纤纤玉指，柔情似水的抚弄着武三思胸前的衣襟儿，声音更加的阴柔了：“是烟儿不会说话，梁王爷您可千千万万不要生气呀！烟儿怎么会不知道梁王爷是什么样的人呢？只是啊，自从仙姬姐姐进了梁府，王爷您就再也不来我们这玉仙楼了。烟儿呢是又想爷来又怕爷来，想爷来是烟儿确确实实喜欢爷，怕爷来是怕爷过来伤了我那仙姬姐姐的心，对不起我的仙姬姐姐，影响了我们姐妹两个人的关系。哎呀，我是又想又怕，把我这副小心肝啊都快揉碎了。”武三思听着这些话，伸手捏起柳烟儿的纤手看了看，他哼了一声，不阴不阳地说：“你这小心肝还没有揉碎，可我那妹夫的一条命倒是给你这纤纤玉手先给捏碎了。”柳烟儿一听这话，神色大变，噌的一下子
从武三思怀里蹦出来了。柳燕儿啊，不愧是风尘老手啊，他勉强定了定神啊，这脸上啊又露出媚笑了。哟，梁王爷，武大人，您这么说话，燕儿可是吃罪不起呀！哎呀，你把我吓坏了，吓坏了！你摸摸我这心呐，砰砰直跳啊！武三思没理他，端起茶杯又抿了一口茶，这茶杯都没往下放。武三思挑着眼皮看着柳燕儿，如果你柳燕儿吃罪不起，好啊，那就让他顾仙姬担待下来嘛，我知道他有这个魄力。柳燕儿现在呀已经是花容失色了，但是他还强作镇定。梁王爷，您今天说的这些话呀，燕儿可是越来越听不懂了。怎么又扯上仙姬姐姐了？仙姬姐姐不是在您的府上舒舒服服的做着武王妃吗？我都1年多没见过她了，又说什么让她来担待呀？啪！武三思突然间一伸手，一把就抓住了柳燕儿的胳膊。哎！柳燕儿惊叫一声，武三思用力一拖，柳燕儿被这武三思啊拉得跌跌撞撞直溜扑，又坐回到了武三思的腿上。武三思一边用力把这柳燕儿揽在怀里，一边把这柳燕儿的脸就掰过来了，正对着自己。再看武三思那一对本来就大的眼睛又瞪大了，恶狠狠地瞪着柳燕儿。你说什么？你1年多没见过顾仙姬了？哼，你再给爷说一遍，小贱人，不要以为我对你们客气就可以为所欲为。说，顾仙姬在不在你这里？柳燕儿现在呀都吓坏了，眼里边涌上来了屈辱的泪光，但是他还是咬了咬牙，倔强的回答：梁王爷，你再逼我也没用啊，燕儿就是1年多没见过仙姬姐姐了。柳燕儿说到这里顿了一顿，突然间呐，柳燕儿脸上的恐怖之色一下子没了，反倒是露出了一种讥讽之色。他讥讽的笑起来了，笑得花枝乱颤，笑得连武三思都抱不住了。狠狠的把这柳燕儿一把给推出去了。柳燕儿踉踉跄跄几步，这才站稳，把头一抬。哎呀，仙姬姐姐是什么样的人物啊？梁王爷您也管不住她。他给您呐戴绿帽子了啊！戴绿帽子了！没等柳燕儿说完，这武三思脸色铁青，上前一步，劈手就是一巴掌。这一巴掌把柳燕儿打得扑通一下子就跌坐在地上了。不要脸的婊子，你们他妈的都是一路货色！柳燕儿跌倒在地上，捂着脸，但仍然还是发出断断续续的笑声。大爸，大爸，你除了能打我们这些孤苦无靠的女人，你们还有什么能耐？这武三思气的大肚子忽闪忽闪的，在屋里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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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回的踱了2圈，
这才算勉强的把这怒火平息了一下。走到柳烟儿跟前，武三思尽量的语调缓和：我知道这富民有一些怪癖，你们的日子不好过，可是他这不已经死了吗？你呀，也算解脱了。柳烟儿茫然的注视着武三思。解脱，解脱，行了。武三思一摆手，富民的死我已经不打算追究了，我要真的追究起来，你还能够安安生生的待在这里吗？哈哈，柳烟儿啊，冷笑着从地上挣扎了起来，然后慢慢的走到梳妆镜前，开始整理自己的云鬓。一边看着镜子，一边整理着云鬓，一边冷冷地说：傅大人纵情酒色，不知检点，这么死了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儿，与我有什么相干的？凭什么我就不能安生呢？武三思这个时候走到了柳烟儿身后，伸手在这梳妆台上拿起一支金簪，替着柳烟儿插入到鬓边，然后就这么站在柳烟儿身后端详了一番，满意的点点头，这才说：虽然富民的死没有惊动官府来验尸，可我的手边也有些个能人呢，大家都瞧过了，说富民根本不是死于暗疾突发，而是被毒死的。说到这里，武三思从镜子里头看到柳烟儿的脸色突然间变得煞白。武三思微笑着点点头，不要以为自己做的有多么天衣无缝，今天落到我的手里，我劝你呀，还是乖乖的听话啊，否则本王随时都可以让你粉身碎骨。柳烟儿啊，看着镜子里的武三思，仍然是咬着嘴唇不说话呀。武三思把身子一转，背着手继续说：我知道顾仙姬来找过你，他现在藏身之处你也肯定清楚了，你现在不说没关系，不过本王呢，且让你给顾仙姬带个话，你告诉他，我武三思是个有情有义之人，只要他肯回来，过去的一切我都可以既往不咎，如果他一味执迷不悟，那就别怪本王不客气了。说着话，武三思唰又转过身来，欣赏了一番镜中柳烟儿那更加惨白的俏脸。哎呀，就你这么一个温柔娇俏的小美人儿，你这胆子呀，我看也就是你耳朵上那枚珍珠的大小。我看呐，没有顾仙姬的怂恿帮忙，你是下不了杀手的。不过呢，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本王还真就偏偏的喜欢他那个狠劲儿。富民死了就死了吧，他早就该死，但是本王也必须要找回顾仙姬，如若不听本王的良言相劝，
所有的事情本王一块追究。哼，谋杀朝廷重臣，就这一条罪。说着话，这武三思用小手指轻轻掠了一下柳烟儿的小耳垂，柳烟儿浑身就是一颤呢。就这一条罪，就可以判你个凌迟处死啊！哼！说着话，武三思一转身，伸手把裘袍拽下来，往胳膊肘上一搭，袍袖一掸，是扬长而去。哎呀，武三思这么一走，柳样儿扑通一声就瘫软在梳妆台前了。武三思这一番话，导致了柳烟儿这一整天神思恍惚，度日如年呐。好不容易挨到了夜幕降临，柳烟儿赶紧的匆匆忙忙乔装打扮了一番，换上一身男装，躲躲闪闪，掩人耳目，出了御仙楼，往城中而去。在这个新春佳节期间，从大年初一一直到元宵灯节，这神都洛阳那都是不宵禁的。冬天嘛，晚上来临的早，百姓们在家中吃过晚饭，都扶老携幼的出门，趁着这一年到头难得的机会，尽情的享受着这神都夜游的乐趣。整座洛阳城处处张灯结彩，游人如织，摩肩接踵。柳烟儿就在这密集的人群中来回的穿梭，很快就消失了踪迹。本来这柳烟儿一出来，这曾太派的人呐就发现了，但并没发现是柳烟儿，因为柳烟儿穿着一身男装，这些人呐没有看清楚，就见从里面走出一个男的来，这些人也没在意。但是白天武三思的到访，这些人看的是清清楚楚啊。一看夜幕降临了，又等了一段时间，没发现任何异常，这些人赶紧的就偷偷的报告给了大理寺正卿曾泰。曾泰一听说这武三思逛窑子去了，这曾泰呀简直有点不明白了。所以大年初四见到狄仁杰，曾泰就把这件事儿告诉给了狄公。狄公也觉得这里边一定有事儿，但是一时之间也想不出来是什么原因。略想了一会儿，只得一点头啊，曾泰啊，这件事情我们知道便是了，以后要多加注意，有可能与那傅敏的案子有关呐。现在天已不早了，我们按照既定的计划还要赶奔天觉寺呢。曾泰啊，咱们现在就去吧。好，曾泰搀着狄仁杰就走出府门了。这个时候的沈怀已经把车辆备好了，搀扶着狄仁杰、曾泰上了车，沈怀也跟着坐上去。这狄春赶车，就这么着一行几人是赶奔天觉寺。这座天觉寺咱说过是洛阳城内最大的一座寺院，每逢新年天天都是人头攒动。来到门口就能听见寺庙之中钟鼓声声，和着鸾铃叮咚，香烟缭绕，伴随着木鱼梵唱，这香火十分旺盛的。曾泰搀扶着狄仁杰下了车，心说话，今天不知道能在这天觉寺查出些什么。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暗夜迷情》，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狄仁杰带着曾泰、沈怀
来到了天觉寺。一看呢，哎呦，今天这个天觉寺啊，香火旺盛啊，烧香拜佛祈福许愿之人是络绎不绝呀。人家这个天觉寺的出家人也非常勤快，天觉寺前后6进的院落，这积雪早已经被整整齐齐的清扫到了甬道旁边，连这树枝上、屋檐顶上和围墙上的雪也都被他们拍散下来，清扫干净了。这样一来呢，即便是突然间刮来一阵狂风，寺庙中进香礼佛的人也不用担心被头上降落的积雪击中。所以这个天觉寺的和尚们这个服务工作做得非常好啊，非常有服务意识。狄仁杰一行3人都是身穿便衣儿，混迹在这新年进香的人群当中，非常的悠闲，就夺入寺中。那位说不是还有狄春吗？狄春是个家奴，在外边看马车，他不能进来，身边有沈怀就足够了。这个沈怀和曾泰过去多多少少都在洛阳待过，天觉寺是洛阳一景啊，所以对这名胜也都来过，因此对这天觉寺不算太陌生。3个人一路之上说说笑笑，哎呀，好多天来好像都没有这么轻松了，就像过年逛庙会似的。3个人非常悠闲，往寺庙里一进，满眼的都是红男绿女，一个个脸上都是充满了喜悦和憧憬啊，没有哭丧脸的。一个大过年的也没什么烦心事儿，另外一个进寺庙来都是拜佛烧香祈福求神的，哪能说哭丧这个脸呢？都非常高兴，在佛前许了愿，都认为呀，佛爷一定能够保佑自己在这新的一年里能够实现愿望，都非常的高兴，满脸带着喜悦，还有对未来的憧憬。入乡随俗，你既然也是进庙，你怎么着也得给这老百姓一样，恭恭敬敬的去佛爷面前烧炷香。虽说狄仁杰不信这个呀，狄仁杰这个人呢，非常的尊重民俗。既然进来了嘛，你干嘛不烧香呢？不烧香还容易被人家误解，被人家注意，被人家怀疑。既然进寺庙里了，就烧个香吧，自己不信，沈怀曾泰也许信呢。于是啊，狄仁杰也像大家一样，带着沈怀曾泰就跑到我佛如来面前进了香了。进完香之后，这才慢慢踱着步往后院而去。走到这个后院最里头，一看呢，这是一座方形的院落，干干净净的，正当中有一座6层砖砌的宝塔，宝塔巍峨屹立当中。这座塔正是天觉寺的镇寺之塔天音塔。腊月28晚上，那圆觉和尚就是死于塔下，从塔的顶端掉落而亡的。今天到天觉寺为的其中一个目的，就是查明这个圆觉的死因。所以这狄仁杰带着曾泰，带着沈怀来到塔下。到这一看呢，非常奇怪，这座院落冷冷清清。平常啊，这座院落人最多了，人烧完香拜完佛都过来干嘛？参观宝塔呀。有和尚在下面还设上售票点儿，登上宝塔纵览洛阳全景，收费5个大钱，给钱买这塔门门票上去。那年头都买门票啊，和尚不爱钱，多多益善的。但即便如此，登塔之人趋之若鹜啊，平常人乌泱乌泱的。今天奇怪呀，
整座院落冷冷清清，无人光顾。这个塔底下这个小院里，现在居然只站着他们3个人呢。除此之外，一看，在这个天音塔下还站着一个管天音塔的小和尚，小沙弥。平常这位啊，就是收费的和尚。今天由于没有人来，这收费的那个桌子也都移开了，也不收费了，反正是没人来，也不放人进去。狄仁杰呢，望着院子中央一站，先是抬头望了望天音塔这一溜6层的拱窗，然后调转头来对曾泰和沈怀一笑：“你们来看，我历来觉得这座塔的形状十分特殊啊，尤其是这拱形的窗楣，很少见于中原的建筑，所以天音塔才显得尤其与众不同。往来观光的客人也多半是来看这拱窗的。没想到啊，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呀！如今就为这拱窗，恐怕也没什么人敢来看喽。”曾泰和沈怀一听啊，相视一笑啊，跟着狄仁杰慢慢的就踱到了天音塔前。往前这么一走，看管天音塔的小和尚看见了，这小和尚啊赶紧迎过来。狄仁杰一看，这个和尚啊满脸愁容，五官都挪位了，神情显得颇为沮丧。这小和尚来到几个人面前，先是合手施礼：“阿弥陀佛，各位施主请留步。”狄仁杰这个时候看了看小和尚，笑容可掬的也合掌还礼：“啊，这位小师傅新年好啊！”小和尚也赶紧的还礼：“啊，施主好，施主新年好。”“好啊好啊，哈哈哈哈。”狄仁杰呢笑容满面的盯着小和尚：“小师傅啊，今天这天音塔怎么如此的清冷啊？我这2位朋友初到神都啊，听说天觉寺和天音塔的盛名，特来观赏，不知道可否登塔一游啊？”这小和尚闻言呢大惊失色呀，连连摆手。这人一着急呀，这位还有点结巴，那可。他一说可啊，狄仁杰一点头：“那好，多谢小师傅了。来，咱们进塔。”那可不行。狄仁杰一听，怎么大喘气呀？这位师傅因何不行啊？您这位施主，那倒没听说过吗？听说什么呀？这小和尚越着急越说不出话来，最后啪给自己耳光咣叽一跺脚。腊月28晚上，天音塔上发生人命案子了。官府已经把这塔给封了，我就是奉命在此看守，谁都不许上。哦，曾泰在后面一听，曾泰呀就有点上火，那意思谁都不许上。你看我们是谁呀？我是大理寺正卿，这位当朝宰辅，谁不能进，我们也能进。这曾泰呀就想上前呢。狄仁杰赶紧的给他使了眼色，把他给阻止了。那意思，别慌，慢慢的来。狄仁杰这个时候故作震惊啊，老夫倒是听说过天觉寺年前出了点事情，但是没有想到如此严重啊。不知道
是什么样的人命案子呢？嗨，小和尚一听这话呀，没好气的说：“那还不是元觉师傅从这塔顶上失足掉下来了呗，摔扁了，死了。哦，如何会失足落下呢？喝醉了呗。元觉师傅这人呢，是咱们这里出了名的酒鬼，经常的喝的是酩酊大醉的。他喝酒违反寺规戒律，难道寺中的方丈不责罚他吗？嘿，我没听说过。元觉师傅在我们这可牛了，我们方丈管不了，想干啥就干啥，从来没人管。哦，狄仁杰和曾泰互相的对视了一眼，心中也是暗暗的纳闷啊。狄仁杰又和颜悦色的问：“小师傅啊，这天音塔给封了，肯定让不少的游人香客失望了吧？”才不是呢！腊月29，官府就在咱这忙了一天，查这个案子，消息一下子就传出去了。打那之后，所有进庙的人还都站在这个院子外边，都对着这个天音塔是指点点，再也没有人敢上前来了，也没人想登塔了。师傅就派我在这站着，说是看塔，因为原来我在这收钱，现在在这挨冻，我说着是看塔，其实也就是站在这里跟做这样子。那是谁敢上啊？这就死了人了，没人敢上。像你们这样来了就要登塔的，我还没见过。哎呀妈呀！狄仁杰、曾泰一听这费劲不费劲的，就找这么一个看塔的。狄仁杰呢，正想再说什么呢，突然间呢，打这个塔顶上传来了一个悦耳的声音：“狄大人，您怎么来了？”狄仁杰、曾泰、沈怀吓了一跳，抬头往上一看，哟，就见呢，从天音塔最高层的拱窗里边探出一个脑袋来，不仅探出个脑袋，还露个小手来，朝着狄仁杰他们挥着手呢。谁呀？狄仁杰定睛一看，哎呦，心中吃了一惊啊！谁呀？不是别人，正是那鸿胪寺正卿周良坤周大人的千金小姐，那周静元。哎呀，狄仁杰一看，赶紧打招呼啊！哎呀，是静元小姐呀，你怎么上那里去了？小心呐！周静元呐，在上面发出一阵阵银铃般的笑声，娇滴滴的说：“我上塔顶玩玩呗，狄大人呐，您等着，我这就下来。”说着话，这周静元就把脑袋缩进去了，看这意思，估计是赶下楼来了。狄仁杰转过身来，还没等开口呢，曾泰已经在旁边厉声责问那个小和尚了：“这是怎么回事？不是说没有人可以登塔吗？”这小和尚呢，闹了一个关公长气雷，脸红脖子粗啊，连摇手啊，不，这位女施主啊，也央求了小僧好半天，说想上去瞧瞧。小僧想那就瞧瞧，你没什么的大碍，我就曾泰说：“你别救了，你再救我拿馒头把你救下去。”
狄仁杰呢对曾泰摇摇头，那意思呀，别发那么大的火，有失身份。狄仁杰和颜悦色的看了看小和尚，小师傅啊，你要知道，出家之人是不可以打诳语的呀。你既然放了这位女施主上去，是不是也可以把我们放上去呀？这小和尚啊，顿时吓得是面红耳赤，大张着嘴说不出话来。狄仁杰一看这和尚吓得真是不轻啊，狄仁杰呢也忍俊。新东方.com 整理发布最新章节，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新东方.com查询收听。不紧了，小师傅啊，我们呢就不上去看了。不过你可从实告诉我，除了这位女施主外，还有没有其他人上去过呀？没有，绝对没有了。这小和尚急得几乎要哭了。就这个时候，突然间红光一闪，周敬元从这个天音塔里是款款而出啊！大家一看呐，周小姐今天穿了一身大红的胡服，翻领窄袖，上面绣着朵朵亮金色的大牡丹花，碧玉腰带梳出了一个纤细的腰身，脚上蹬着小巧玲珑的黑色尖钩锦靴，头顶上挽着一个双环望仙髻，浑身上下显得利落飒爽，灵动轻盈，飘飘然就走到狄仁杰面前。狄公背着手，慈祥地打量着周敬元，满面笑容啊。敬元呐，你可真不简单呐！我们想上这天音塔没上成啊，你倒是捷足先登了。周敬元俏脸微红，狄大人，您老人家想干什么会干不成啊？您就别笑话我了。哎，没有笑话，没有笑话呀！哈哈哈！敬元呐，周大人可康复了啊？多谢狄大人费心，我爹爹已经完全好了，就等新年假期一过，就可以去鸿胪寺复职了。今天爹爹还对我说起，要登门去给您拜年，并且感谢您临危受命，帮我爹爹渡过难关呢。狄仁杰把手一摆，身为朝廷命官，为国办事都是分内之责呀，周大人何必客气。不过关于刘亦菲大人的案子，老夫倒想和周大人再聊聊，等假期过了会个面也好啊。狄仁杰说到这里，又指了指天音塔。其实啊，刚才我看到敬元在这天音塔上，便料得周大人一定安好如常了，否则敬元呐，你这个孝顺女儿也不会有心思跑到那上头去玩吧。敬元姑娘这个脸红了，大人呢，本来我刚一过来也没打算要上塔，只不过随便问问，可是那个小师傅啊就是不让上，我一看你不让上，我就偏要上去瞧瞧。敬元就是这个脾气，让狄大人见笑了。狄仁杰眼神闪烁，意味深长地端详着周敬元。敬元这个脾气倒是不错呀，怎么，敬元对人命案也有兴趣？周敬元呐，神态自若地说，其实啊，敬元每年新春都要到天觉寺来进香的，今天刚来就听说有人从天音塔上失足跌死了。因为敬元年年都要来登这座天音塔，就觉得这件事情挺古怪的，所以敬元好奇心大起，
这才上去瞧了一下。那警员可曾看出什么端倪来了？周敬元眼波流转，煞有其事地说：“狄大人呐，我就是觉得呀，那个元觉师傅喝着烂醉，居然还能爬上半丈高的拱窗，真是厉害呀！”什么？半丈高？是啊，我刚才从那个拱窗里朝下看，只能探出个头来，要爬上去估计挺费劲的，何况当时他还是个酒晕子呀。狄仁杰听到这里，把头点了点，微微的沉吟了一下，然后冲着曾太一笑：“曾太呀，记着去查问一下元觉的身量，看看他要爬上那拱窗是否容易。”是，学生记下了。这个时候，周敬元左瞧瞧右瞧瞧，狄大人，如果没什么事儿，敬元就先告辞了。今天一早就出府来进香，答应了爹爹要赶回家去吃午饭的。好啊，敬元怎么一个人出来了？身边也不带个丫鬟呀？我嫌他们麻烦。好，那敬元你就赶紧回去吧，别让你爹爹等急了，一路上要多加小心呐。说完这些话，按理说这周敬元呢，就该向狄仁杰施一礼，然后转身走了。哪知道周敬元呢，没动身。狄仁杰一看，敬元，还有什么事吗？敬元小姐的脸突然间微微一红。狄大人呐，您看现在都快50了，街上肯定是非常拥挤，敬元我就一个人，总有些不妥。狄大人，您能不能让沈将军送我回府啊？狄仁杰先是一愣，随即马上就笑了：“行，当然行了。沈怀呀，你就跑一趟送周小姐回府吧。”沈怀在旁边一听沈怀是大为的诧异呀。但是狄仁杰现在吩咐下来了，他也不好回绝。是，周小姐沈大将军，那就烦劳你了，请吧。整合碎片时间，倡导听觉风尚，听东方.com